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透过公司台台 YouTube 频道，咱即阵准时就要来看讲咱的这个2025年 WBC 棒球经典赛资格赛啦即阵咱要对阵的这个队伍就是西班牙队今日由阿明来转播来报球，伫我身躯边的依然是咱主持的球评，咱的国巨老师，老师你好。各位观众，阿明大家好，欢迎收看这场大西大战。大西大战，不是这个训练的大西大西。台湾队和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大战尤其咱讲到延续着过去11月24咱讲到摕到世界这个第一名这个气势继续来赢不二过咧，咱嘛讲到伫咧遮咱是回来赛爱甲伊拍入去，所以这个资格赛3场都非常的这个重要今日咱对阵的是西班牙，老师咱讲西班牙即对这个咱讲。这个嘛袂当甲因看轻，尤其绝对毋是罗巴卡，罗巴卡，绝对毋是罗巴卡，你敢若一个西班牙人，是，所以这个咱讲来自多米尼卡、古巴等等的亲像过去嘛有一队嘛是安尼袂当看轻的队伍是安尼咱大家有印象这个2017，2017迄个经典赛第4届。是。咱得到这个以色列，这个是讲这以色列你若要棒球，结果是美国第2队，美国2队，美顶级的啦，是，所以咱讲到这回同款西班牙队同款敢若一个是西班牙人其他拢是照中，所以咱讲德国联军，咱即阵台湾队就要战这个德国联军安尼啦对啦，唔通第2啦千万唔通第2，唔通讲你打摕到这个12强世界第1你这个经典赛的资格赛你都摕无到，你要安怎甲人讲世界第1？有影，尤其咱讲到这个经典赛资格赛，这嘛爱翻头过来讲2023年，迄当阵真正是哎哟，无法度因为你5队成绩拢共款嘛，拢2胜2败，你比失分嘛，比这个失分率嘛，咱就分数失伤多迄无法度迄个时阵，咱嘛讲到，咱是其实嘛是讲了袂歹，尤其是迄个国防部长，迄当阵张玉成MVP 啦，所以咱讲到，其实伊今仔日就是摆伫先发的这个示范的位啦会当看着讲，哇，真正无简单咱搁甲伊请落来，其实伊12强无拍，这个手腕会上啦是啦。所以这回咧，咱讲到西班牙对咱台湾队其实咱的这个打线的这个安排嘛有特别来针对因的这个先发投手，或者是雷瓦过去嘛伫咱的台湾。咱伫这个桃园乐天桃园所以当阵其实咱的这个打线咱先来好好介绍一下，咱今日排出来这个打线虽然咱是后宫的这个球队咱打线是咱的林家伟伫顶礼拜大汉交流赛内底讲一支slam home run 伊个4分的毛蕊的好不人毛蕊的全垒打，毛蕊啦过来就是2番的指定打击陈中武，这都是介趣味啊因为若是去现这个对阵的这个记录，老差都讲到桃园队嘛这个迄当阵。哇！伊对伊讲了特别好啦，7胜1死呢。是，迄个打数5支安打，包含1支全垒打。过来就是咱的 Captain Taiwan，陈杰宪，迄当阵伊嘛是讲礼吧，讲了不了。这个台湾队长，伊嘛是有4胜的打击率。过来就是咱的这个速度，今仔日排出来就是咱的4番的部长，部长张玉成。过来就是5番的一垒手吴念婷啦咱讲伊嘛其实是这个得分可爱之鬼之神。对，打点之鬼啦，打点之鬼啦过来就是咱这个保守郭武杰，郭武杰就是过去咱看着讲伊伫咧大赛是讲去年伫咧带这个咱讲台湾大赛拍兄弟和这个统一赛的时阵嘛是这个保守的维修了好，这个打球能力嘛是真悬所以今仔看陈中武其实嘛是这个保守的成分，但是今仔降低的去指定打击。过来就是咱的7番是咱的二垒是林子伟这嘛是有大联名顶级伫咧。顶回这个经典赛嘛是拍不利亚好啦咱8番呢是尤外亚王福贤，咱的9番就是3垒林宗贤过来就是讲到咱今仔日投手因为咱讲咱是要升守备嘛咱投手嘛是出奇兵陈武宏陈武宏这个奇兵顶礼拜这个大汉交流赛2局哇真正是表现真好。伊本来无伫这个36人名单内底啦尾啊甲扣入来啦28人名单这个扣入来，嘛看到讲伊的这个稳定度真好势安尼其实伊的这个球路主要是要照中伊伊这出手较奇怪，咱讲伊这种倒高的submarine 就是讲唱水感的啦就是讲拍这出现机兵来对种
惊讲看这中南美吼，因为咱若讲这中南美的球队吼，因出队啊紧，其实唔惊紧球。是。吼，啊，咱就想讲看法度用这个以流克攻吼，来对付因啦吼。尤其这个速度吼，真正是比咱讲直球对决迄款球吼，会较慢吼。啊，但是咱嘛讲着吼，这个部分颠倒是教练团看重伊的这个所在，所以这个无伫36人名单啊，尾啊进入到28人名单啊，尤其吼过去伊伫咧台港向因的这个表现，嘛是受到真好的这个肯定啊，所以今日真正是派出奇兵啦吼。啊，咱嘛讲着咱这个守备的这个部分吼，真正嘛是拢是一时之选吼。除了咱的这个单防武是投手。单武红啦吼，以外咧，咱的这个保守配搭就是高武杰啦吼，一垒手是咱的这个吴念婷，二垒手是林祖伟，三垒手是咱的李宗宪吼，小度就是咱国防部长，啊，咱的左外野咧是林家伟，吼，咱的这个中外野就是咱的 Captain Taiwan。单吉宪啊吼，啊右外野王福宪哈，尤其咱讲这个守备的这个位置吼，拢是一时之选。咱讲投手咱扣15个，野手13个，所以咱讲这个这个守备位置，其实你有诶吼，拢可能爱卡吧。因讲变讲就讲扣一寡吼，钢骨林啦，钢骨林吼，这个有 utility man 啦吼，有 utility man 啦吼，就讲有法度来我减收啦，有法度守过来位置，啊你有法度守过来位置吼，这个教练团吼，伊来调兵遣将。就较利便啦，有影，所以咱看到讲，这就是咱经这个选手，尤其是第期的这个比赛，啊，会当按算可能嘛是咱讲投手车轮战，甲过去12强的迄个概念是要小活啦，所以咱看到讲今日伊派出单武红这位投手，咱头拄讲着倒高的这个部分，啊，未来就是讲看伊这个接球数吼，其实咱讲这是世界棒球经典赛，伊所有的这个规则也是讲吼，拢是爱比较咱的这个有球数的限制也好啦，或是讲咱这个赛制是单纯款。是，咱嘛讲到咱今仔日对上的就是西班牙马仔吼，对这个南非，啊，过来就是对这个多米尼卡。其实咱讲这个组合内底，咱当然是爱拼这个前三，这个。咱就是全部3队拢赢，门票就摕到啊啦。啊，这个第2名甲第3名，第3名还搁争一场，嘿，搁争一场。啊，咱讲吼，这个公司台来无要报后一场，因为咱3场拢要总。是3场就拢甲嘿牵照起来。啊，咱即阵要来请观众朋友好好来甲咱这个分享出去，咱 YouTube 频道吼做直播。咱嘛看到讲，即阵线顶的好朋友嘛讲，哇，台湾加油加油吼，大家暗暗大家加油吼。所以咱即阵呢开放吼，在所有好朋友甲咱这个吼分享一下吼，甲咱分享一下，嘿。啊，起赞一下吼，嘛甲公司台吼，这个起赞一下吼。啊，尤其咱讲着吼，今日是这个有意义的。咱讲这个 Team Taiwan 用台语挺台湾，是，咱即马，咱即马吼，咱尤其咱这个。咱这个阿明吼，咱这个主播吼，伊安那多声多伊客语也会讲，台语也会讲，华语也会讲，英语也会讲，来即马讲一下西班牙语。西班牙语吼，可能较袂晓。小派吼，这个西班牙队的这个先发的这个打鼓吼，这个一番是因的这个右外野吼 ，Angulo 吼，过来是因的 center fielder 吼，这个是因的二番吼 ，Belter 过来是因的三垒手三番吼是 Encarnacion 过来是这个四番是 Eustace。好，过来是因的 DH 5番是 Estrada 哈，过来是因的 Short 是6番哈是 Valerio， 过来是因的7番是 Quizzer， 过来是因的 Capture 哈，就是因的这个哈保守是8番哈 Lino， 过来是9番 Commander-Race 哈 Commander-Race 哈，这是这个因今仔日排出来这鲜花打手。咱这个阿明吼，伊记得念也是开。较美国腔，较英语腔，较英语腔啦，吼。爱有迄个西班牙。嘿，是。共款咱搁来甲大家复习一下，咱今日排出来投手吼，单武红吼搭配这个是兄弟的这个单武杰，高武杰，过来一垒手是吴念婷吼，这个林祖伟是二垒手，三垒手是咱的李宗宪，小度是张玉成，过来是咱的左外野是林家伟吼，中外野就是 Captain Taiwan， 单吉宪，右外野咧是咱的这个王福宪吼，所以这咱排出来吼，真正是。拢是一时之选啊！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西班牙队吼真正嘛莫看轻因啦吼。其实咱讲着因嘛是有这个大联盟顶级的这个选手。对，有过来拢捌拍过，大咱讲吼大联盟的啦吼 ，MLB 的。好，咱即马比赛马上要开始啊吼。是，然后咱头拄吼，这个咱是无法度看到影像，但是听咱讲嘛是介趣。是啦，咱会尽量吼，你若讲。有法度的话吼，就是讲你拍开电视啦吼，啊手机啊吼，甲切声音啦，吼，比如讲配合电视的影像，吼，还是讲电脑头前的影像，啊你听讲咱安怎用台语来报，
吼，用台语，因为我相信讲有足侪即摆观众朋友吼，伊可能较罕咧听到讲全部用台语来报即个棒球啦，吼。有影。来，即球讲嘿，好来，应该无问题哈。林家伟，好，即个倒外呀，好，无问题哈。哦，虽然已经吼，伫咧第一个吼出局数已经摕到吼，林家伟咱嘛顶回吼，看到讲伊咧大汉表现吼表现得真好，啊，但是本地有咧要讲，林家伟啊是毋是会排伫咧先发的这个位置？但是本地要互伊拍 DH。拍 DH 嘿。诶，但是咱嘛讲，因为过去吼可能较少年，这手臂的这个经验较无，但是咱嘛看讲教练团。龙鸟先生，吼，何谷先生，詹和谷，哈，詹和谷先生，嘿，可能信任伊吼，甲伊摆起来。哦，这个过来看到吼，这个咱的这个倒钩的吼投手啦。倒钩的投手吼，一般是安尼啦，就是讲你啊正手的倒钩吼，会较惊反向的打者，就是讲倒手的啦。啊，好加再讲西班牙吼1到6番吼，敢若一个倒拍，是，吼，敢若一个倒拍，就是即马目前即马2番吼，即个 Beltry，嘿，啊，你若讲到即个第7、8、9啊，佫有2支倒番的啦吼，因为伊角度吼会看了较清楚，哦，所以这要特别较注意一点嘛。好，你也看，咱就哪咧讲的吼，即马讲出，啊，就讲出伊安打吼，即马因为这倒钩的同惊反向的打者啦吼，这个安打吼，就是讲起这个吼中对，会使大讲大中右外的，大这个二垒手的头壳顶啦吼，二垒手这个林子伟的头壳顶，所以一支安打。一个第一局咧，咱看到讲西班牙吼靠一支安打吼，已经上到1垒去啊吼，啊，这个吼咱讲轮到因为是这个定收3垒3番吼，Encarnacion 吼，Encarnacion 啦吼，即马吼，咱就是希望讲投手上好的朋友啦。有影。double play 啦，哈，double play。挥棒，这个甲伊这个徛伫遐，这个三振唔好。唔好啦，来看相杀啦，哈，double play 哈。其实是有机会啦。对啦，因为这我头就咧讲啊，讲咱头咧讲啊，这个倒钩的吼，就是惊去撞到反向的打者啦，哈，因为正手的倒钩。哦，这个咱较早有印象啦吼，咱较早有一个叫做陈宪忠，伊叫做屠龙手吼，伊专门咧对这个味全的嘛，吼，讲出去，来看卖咧哦，可能伫咧界外啦哈，一个正外啊吼，正外啊，这个线边的界外球，是，好，咱今仔日的这个正外啊手是这个王柏宪呐，王柏宪啊，所以咱讲吼，这个好球数，咱即阵摕伫手内吼，咱嘛是要拼这个出局数吼。即马2粒好球啊吼。是，过去伊的这个成绩吼，伫咧欧洲俱乐部吼嘛是算袂歹啦吼，所以排伫咧3番，哦，算是这个得分科啊，要启动伊啦吼。是。这条同款是拍出去这个界外。哦，就看台。咱即马第一志愿就是讲吼，拍出即个内野的头卡球啦，过路啦吼，吼，即个咱讲滚地球啦。是。就是咱吼，即个陈武宏吼，上大的鼓励安尼。是，看卖咧。哦，其实伊的即个球点拢是袂歹呢吼。哦，nice， 哎呀！哇，真呀！哇，所以不是讲咧，二垒可能要倒有机会。哇，这真，这个 nice， 会当讲是补救起来 nice play 啦吼。因为咱讲王柏宪，伊这吼，伊这个王柏宪第一个时间吼，第一个时间接到，所以伊对个紧倒去，嘛想讲会接杀，结果紧倒落来，伊扣球好，加再扣了紧。哇！这个人来讲，对对。若是接杀，赶快停伫咧1垒，啊，这阵是。伊变讲一个封杀啦，吼，变讲是一个野手选择啦，吼，咱若讲记录来讲，就变野手选择啦。是，伊头仔讲的，即个莫永胜安打，伊是野选嘛，吼，选择选二垒啦。对，嘿，野选啦，吼，变讲到咱若讲记录来讲，免到团吼，到团6啦，吼，应该是即个伊个速度来保卫吧，吼。哦，所以咱讲即阵摕到2人出局啊，吼，伫咧第一顶半局，吼，咱会当看到讲陈武宏咧，其实老师你看到即陈武宏，你讲倒钩的过路的机会较济无？应该是会较济对无？爱看伊球压会落来袂？是，哦，你也球压袂落来，共款啊，吼。这嘛是咱咧讲，即个控球非常重要。是，因为咱若讲即种倒钩的吼，一般伊有2粒啦吼，伊有一条 slider， 啊有一条 sinker 啦。哦。吼，伊一条走正边，一条走倒边啦。是。吼，啊倒钩的投手佫有一个特性，就是讲伊个球
虽然慢吼，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伊的球拢袂直啦，嘿，拢会走啦，较会走啦。但是面对4番的这打者，目前是咱的球速吼，较这个对，伊嘿，迄个较闪吼，投了较，咱讲投了较闪啦吼。哎，总算摕到一条好球安尼。哦，有影吼，咱看到讲这个垒包顶头顶吼，若是有人吼，这个投球这个时间是有限制吼，5秒啦吼。啊，若是垒包无人的时阵是18秒，咱看球是不是当接起来无？哇，这安打哦，所以爱犀利哦，爱犀利哦哈。陈武宏即阵咧面对这大家要甲1分走倒来哇，这个4番的吼。因为这两出局啦，吼。两出局嘿，两出局伊一攻出去吼，伊就会走啊。有影吼，咱嘛讲到吼，这个西班牙队吼，伫咧第1局的时阵吼，甲这个陈武宏透过4番吼，这个部分吼，甲伊拍出去，哇，解深吼，是，趁这个团。所以你看，我头讲就是讲浮悬起来嘛，吼，你浮起这个腰部顶头啊，吼，这所以咱来讲吼，这可能咱这个投手吼，咱这投手教练团小可爱看一下，小可准备一下吼。是，尤其咱讲到这个过去，咱看12强的这个时阵吼，其实教练团的这个运用吼，其实是这个真明确的吼，该换就换。因这个 game plan 应该拢有设定好啦吼，就是讲。像这种状况，唔是教练团无料到啦，然后伊嘛会想到了，讲哎，我派这个机兵万一若无效果咧，吼，你临场的表现，甲你原先的设定无一定共款嘛。有影本地大家拢咧要讲是毋是这个李全的这个饲肉鱼啊，做投手啦，但是咱嘛会当搁观察者。咱讲这个第5番的是毋是好好甲解决吼，解决这个危机，失1分吼，可能就是安尼咱比赛打开始呢，吼，还不要紧呢。伊个这个小可适应这个规个这个球场啦吼。因为咱讲到，因为顶礼拜这个拍的这个大汉交流赛吼，拄到迄个鹿天巨人队，因迄个拍数算起来可能无这个战绩遐尔悬，吼，所以咱嘛爱小可搁看讲，咱适应西班牙队后几个这个打者吼，是毋是9个拍落了？伊个会当继续伫咧头顶，不是个即球哇！哇，这是安打看卖了哦，看9分哇，这可能打开始吼，有较紧张一点啊啦。你看讲即个2个外野手吼，接球拢无讲介清气吼。好，你讲王柏贤接的搁落出来，这个陈家宪伊可能是赶要传啦吼，赶要传啦吼，会想讲看会付袂。我这份收会落来袂吼，结果扣无到就免讲啊吼。是，所以这个小联赛这个安打咧吼，咱看到讲吼，这个西班牙队已经第1局吼摕到2分啊吼。是，所以咱咧讲吼，绝对唔通大意啦吼。所以咱看到这个结果吼，虽然咱毋是5万的这个，咱讲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嘛5万咱的打者伫咧后1局吼，会当好好讲出来吼。对。过来就是要换到吼，这个因的这个速度吼 ，Valerio。第6番哈，6番哈。我咧想吼，这个也无法度解决吼，差不多。有可能就爱输克吼，因为过来第7番呢，佫是一个倒手的。是。好。所以面对吼，这个打者即阵是取到好球2粒好球吼，咱会绝对优先。不是叫咱看吼，伊这个互拍出的球拢不离啊。对，伊这本来想讲要讲较阴柔的方式吼，伊换一个较慢的哦，结果哪曾无得到效果啦吼。咱看到这个，已经有这个吕英金吼来去做准备。是啦，这一定爱啦吼。是吕英金吼，是这个李专鹿福天桃园队的吼，相信这个战好久对家己的这个球员嘛是完全有信心吼，所以吕英金这阵伫5条来去做准备。咱拢希望是讲吼，咧乱吼，较头前乱，拢我都接受啦。唔通到尾再咧乱吼，迄有哪都袂赴啊啦，吼。看这球，来，应该是来小刀来传互哦，传互这个林祖伟哈，林祖伟哈。所以咱这局好你加载啦吼，加这个火的季节家吼，咱这阵虽然是2-0，不是个咱买当5万吼。咱的台湾队伫咧第1局吼，咱看即个会嘛是好好来做准备的吼，咱的即个打线拢是定做安排吼，所以林家伟也过去吼，这是咱看重伊的即个卡定也好，还是讲伊走的即个速度，尾啊2番3番吼，都是即个咱讲着
拢头前3番拢是统一赛，然后咱嘛好。这个打算吼，咱今仔排出来打算吼，阿明你有注意到无？有一个特性啦，吼，有5名倒拍，吼5名倒拍，啊5名倒拍吼，伊即咱若讲所谓讲就是讲吼。迄个倒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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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咱讲个个固起的打算。固起。机啊啦，机器啦，吼，锯齿打线啦，吼，就是锯齿打线啦。我有诶倒手，有诶正手，有诶倒手正手。啊，即种摆法就是讲，就算你派正投，还是派倒投，我拢无咧惊嘛。吼，因为咱传统诶讲法就是讲，正投啊正拍，倒投。啊，倒拍嘛，哦，啊，你即摆比如讲，因要换一个投手，但是你即摆撞着我倒拍，你换倒投起来，你后一个反主，你就搁撞着正拍啊，所以咱讲着吼，咱的这个打，咱即摆看哈，有无看到？咱讲着吼，一番吼是咧林家伟，二番是咱的指定打击吼陈东武吼，过来是咱的 Captain Taiwan 吼陈吉庆。过来是咱的7番国防部长，5番是吴念婷，6番是高武杰，过来是咱的7番是林祖伟，8番是王福贤，9番是李宗宪吼。啊，所以这是咱排出来这生活打算。过来是咱来看伊的这个手臂的这部分哦，礼拜咱头都有讲到吼，是过去咱的台湾职业棒球吼，这个选手啦吼。啊，过来是伊的保手，Lino 一垒手是 Hysteria， 过来是这个2垒手吼 ，Commander 过来是3垒手 Encarnacion， 吼，过来是咱的 Short Dog 吼，这个是 Valerio， 过来是 Left Dog 吼是 Quizzer， 过来是 Center 吼 Beltry， 过来是 Angulo 是 Right Fielder 啦吼，这是因排出来这个守备位置吼，所以咱嘛好好来当来观察讲。礼拜吼，尤其这个买当一个故事吼。伊这2023又代表古巴，国 WBC 有对着咱呐，嘛投了袂歹啊，迄个部分甲咱淘汰掉，是。迄当阵2.1局吼，无吼失任何分数。啊，送互咱3张楼梯。所以咱嘛要好好观察。哎，袂歹好，但是输了。来看家庭，哇，这。派出林家伟吼，这个卡丁拍了是袂歹吼。林家伟的卡丁嘛算紧的啦，哦，伊算讲砸了水啊，你看吼。这个2垒手吼，直接要甲这个安打的球甲伊收落来吼，因为这个2垒手是这个 Commander Race， 哇，这个算一垒。算因讲嘛，算一个 nice play 啦哈。是，过来就是咱头都有小解过吼。陈中武今日做指定打击，代表讲过去的这个数字拢好好看过。是，即阵压这个底棍啊吼。伊这头点啦哈，咱讲这个捌打牙摊会吼，要头点。所以咱头都有讲到陈中武吼，过去面对咱的这个西班牙的选手吼，雷瓦即阵的生活投手，迄当阵是7胜1负的这个打击率吼，包含这个打数有5支，哎呦，这支，哎呦，伊这就要拍哪唔拍的啦哈。而且有一点仔讲吼，咱讲 check swing 啦吼，要拍哪唔拍，结果球煞懵掉。然后咱讲到1番2番拢是这个真紧，就去用解决，是毋是？这个选球头顶，也是讲这个教练团有讲，哎，球你介就讲安尼，但是咱头拄啊单中有可能毋是安尼。一般来讲啊，讲头一两款吼，一款仔就出强吼，这第3番就爱较有耐性的啦吼。尤其吉庆啊，伊的这个选球能力是不哩啊好的吼。对。啊，咱 Captain Taiwan， 啊，咱看到雷巴对伊咧投第一粒球是有较开淡，吼。加看开粒啊吼，免急啦。免急啦吼。有当时就是爱改磨啦。有影雷巴第2球嘛是唔敢投遐。因为你也加看开粒啊，你嘛互你家己后壁的队友吼。来看这个对方的先头投手，伊今仔日状况好无？是。吼，直球偌紧，吼，紧的偌紧，啊，这个变化球有来无？是。吼，啊，控球好无？吼，会使互加看几粒啊。然后咱讲到陈吉宪老师，你11月24伫咧现场。现场，伊讲迄支3分，好不然我搁有录着咧。我搁甲录起来，我用我的手机啊甲录起来吼。所以咱期待吼，陈吉宪虽然即阵面对吼投手2粒好球2粒歹球啦吼。是。咱望会当甲投这个顶一局吼。即马想办法就垒啦，啊，想办法就垒。啊，咱讲到吼，其实陈吉宪，哇，即支啊，伫咧一个法律帽啦哈，明显吼，较明显有讲出较紧，嘿，球迄个捌打较紧一点嘛哈，所以伊算倒拍嘛，所以会扭起即个正歪啊只，
即阵也是投手保持领先。或者无啦，因为两个好球吼，差不多你都要处理啊，吼。你万一你啊徛咧看吼，你即个主心甲你丢掉，即个徛喺机仔边，莫做安尼啦吼。即个咱的陈吉宪5万伊会当上垒吼。咱甲即个气势吼，自即个11月24延续到即阵，有影差不多的球都爱。对，都爱处理，推啊啦吼。是。哦，你无介意，咱讲有当无介意的吼，嘛爱甲拉掉啦。拉掉啦。拉掉你有当拉咧，投手就会有当会失投，还是讲投你较介意的。是。你就好啊把。然后咱讲面对即个陈吉宪面对礼拜过去的即个战绩嘛是袂歹，有4成的即个打击率吼，所以咱看到讲尾啊，陈忠武后壁陈吉宪其实伫咧12强时阵排第3番的位吼，所以咱看到讲伫遮咱嘛是要照动伊吼，会当好好甲伊打击能力吼来甲。因为这礼拜的球无讲介紧啦。吼，这相比较起来吼，比较讲即个咱中进吼，其实无讲介紧啊。是。所以咱即个陈吉宪啦吼，咱5目吼，伊会当伫即局吼好好甲伊讲出去。好，继续有啊吼，来，对吼。安打出现咯，咱的看卖咧，看是走地垒，应该是无问题啦。无问题啊。台湾。是吼，所以讲这重要吼，伊这就真成功的打击啊。是。你甲看，虽然吼一开始就互对手摕到2粒好球啊，伊磨，吼不断磨吼，这真成功的打击。有影，尤其这个是这个。倒兵方向啦吼，有影甲伊说咧送出去，代表伊的攻击能力吼是非常之好吼。咱的 Captain Taiwan， 伊嘛是咱讲过去12强唯一一个留伫咱即回经典赛吼。来，即马咱部长吼张耀成吼，伊这打点，伊这打点的机会来啊吼。江部长伫咧顶回即个经典赛内底吼，有影是拍几落支防不让，吼，尤其是足关键，你讲啊，伊可能会拍全垒打。真正就互你个即个挽手为攻安尼吼。咱即马是希望讲看一支攻出去就拍白啊。同款嘛是选球啦吼，选球啦，礼拜吼可能面对咱的强打者，是毋敢投遮尔低。哎，你一堆包是空的啦。是。吼，伊想讲啊，不要紧啊。但是咱个即个。这过来就是打点之贵啦，打点科之贵啦，5连停啦。伫顶届经典赛嘛是攻略袂歹哦，咱即阵看到即个礼拜面对张玉成吼，连续3粒的即个歹球。我来看，应该是保送的机会真大啦。因为但是即个伊讲歹硬拄硬意思啦吼。有可能啦吼，即个我感觉讲有可能保送的机会真大。伊类是空的啦吼。来好好看即球。无毋对吼。老师真正是厉害吼，即阵咱看到讲。张玉成吼得到4粒歹球吼，上到1垒，咱即阵是1、2垒拢有人吼，咱即阵看到因。因画一个 time 吼，画一个暂停。即个暂停是真合理啦，吼，因为即马2出球嘛，即个5连停佫是倒拍吼，咱拢知影讲即个吼，正投惊倒拍，惊倒拍。吼，倒投惊正拍，一般啦吼，一般是安尼，当然嘛有例外啦，有诶倒拍。有诶倒拍，伊嘛做爱拍倒投的球，有诶正拍哦，伊嘛会惊倒投。是，有影。所以咱看到吼，即个 time 了后，吼，即个咱5连停特别来打球吼。5连停咱头拄嘛讲到旧年即个2023年的即个经典赛嘛是讲了不离啊吼。伫咧即个职业棒球吼，转来到咱台湾的表现嘛是吼。不离啊笑吼！咱即个五福连吼，光福5福连啦吼，光福的福啦吼，5福连因囝，公主啦吼。公主啦吼。虽然伊年岁嘛是较大一岁啊，比起咱讲即回选入来即个。伊这对，伊这算讲啊，因即批吼5连停啦，即个张玉成，佮包括讲即个吉宪吼，拢算讲较年纪较大一点嘛啦吼。但是要照动因的即个经验是，互咱这少年选手会当好好来做学习啦吼。好，咱希望讲吼，因为即摆咱2出强吼，我都讲拍出去吼，一支推啊，甲讲出去，至少帮咱甲分数略白啦吼。有影吼，得分科啊，一鬼一神安尼吼。咱来好好看，即阵投出来，
哇，还讲歹咧，处理无啊，食无菜啦，哇，结果是一个野手选择吼，互因化解这个危机啦，食无菜。无那是菜点仔装出来，因为过了较慢一点嘛啦。是，啊，张玉成咧吼，就是这个二垒，用抬吊去吼。伊这共款哦，这二垒手砸了真水，你看。是。都等吼这吼。哇，这个咱嘛讲着吼，这个部分咱会当好好过来发挥啦吼。虽咱看到讲单极限其实是有好发挥的，啊，其实咱头拄看到吴念庭这球嘛是吼拍了不离啊好啦吼。对啦，啊，但是人手臂更较精彩啦吼。哦，有影。所以咱即阵吼，伫咧第一局顶下半局拢已经结束，只卡咧咱即阵虽然是落后啦吼，不过咧咱也当期待讲吼，未来吼伫咧第二局甲第9局吼，咱会当好好啊顺利吼来甲伊跑起来啦吼。爱较注意的就是讲分数吼，爱含条的，毋通叫扭开啦，吼，因为咱一般咱拢知台湾队吼，有当碰到即种叫扭开的吼。免着士气拢会较无啊好啦，好啊，另外就是讲手臂啊较注意，因为咱之前看讲即个12强时咱表现怎好，就是讲基本上不管是预赛、复赛，还是讲冠军的决赛吼，咱的手臂拢足好的啦。好，咱的手臂人会讲哪会感觉讲甲过去完全无共，因咱过去台湾队的手臂拢一般拢会比无像日本遐好嘛。是。嘿，顶回讲哇，大家手臂拢遮好。好啊。所以咱讲今仔这第一局吼，这个手臂吼，咱就使讲可能是较紧张啦，较紧张淡薄吼。但是咱讲吼，透过第一局吼，已经差不多身体已经热好势啊吼，所以咱会当期待讲，这个第二局开始吼，咱这个手臂会当发挥正常。啊，尤其这个咱后一局，咱嘛会当看讲是毋是换投手是一个关键吼。尤其咱看到讲吼，第一局单武红啊吼。稳定吼，被想讲这个倒高的这传球是毋是会当稳定起来吼？不是个咱看到讲吼，连续这个安打吼，去互失2分去啦吼。啊，不是个咧，咱嘛会当看讲，即阵共款是单武红啦吼。37号。是。37号应该毋是啊啦。嘿啦，头拄单武红是77号哈。即阵已经吕英金，所以吕英金哈。咱头拄讲的，甲换起来伫咧牛条准备的。我感觉换这个真合理啦吼，因为咱真明显吼，咱第一局看吼，这明显讲这个陈武峰是无法度压制这西班牙在推啊。是。压制力无够啦。压制力无够吼。有影即阵面对的这个打击者吼是 Quiser。所以是因的7番啦吼。所以来到7番是因的。拍这个 Quiser， 因个倒滑野手哈，倒滑野手。其实咱讲到这个顶礼拜吼，大汉交流赛吕英晶嘛是有上场来去做表现吼。英晶来啊，笑到来。国防部长直接甲接起来哈。有影吼，这个。靠手臂，吼，咱的手臂。对，手臂是这个投手吼上好的后盾哈。上好的朋友啊。有影，这投手后壁拢是真好的，尤其咱讲张玉成国防部长，吼，咱的这日游之间拢是大联名顶级的。即阵来到8番哦 ，Lino。这个李英金哈，是，伊的外号叫做吕帅啦。吕帅吼。缘投上啦，缘投上啦哈，缘投上伊嘛真少年哦，是1998哈，1998即马26岁呢。伊过去是咧美专量吼，今年哇，即期咱来好好注意是毋是？哇，这哇好加载无出去吼，伫墙仔顶看，有机会哇塞！拍伫这墙仔着墙仔啦吼，好加载吼，这球。真恐怖咧！真恐怖咧！不如个靠这个。咱甲电视，咱甲这个观众朋友吼，线顶的观众朋友讲者，哇，这球加了真十支啦吼，咱看卖咧。哇，都好加载看卖咧。黄色遐啦吼。啊，这好加载，嘿。来看，哇，真正是手伤够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吕英进起来，吼面对头拄啊，这个 Lino， 吼，搁去用讲一支二垒这个安打，险出去。
所以你看吼，人因这啊，即马已经第4支安打已经出现啦吼。是。接下来是咱的 Common Reds。哦，即马这个打者是伫澳洲联名啦吼。哦，所以这我来自五湖四海。五湖四海。咱啊期待吼，吕帅吼，因投会当小可稳一下吼。因这完全是种个拍法吼，是完全这种中南美洲吼，中南美洲的拍法吼。老实讲，这中南美洲出手会较紧。球架伊就杀来讲。是。卢英金嘛是稳一下。哦，李英金伊本来伫即个哦2020到2024拢伫美传啦吼，伊是今年开始转到即个乐天吼台湾。过来看这球，哇！因这出腿啊，这个速度甲足球，吼其实拢差不多要讲嘛，迄款的感觉。咱来注意到啦，就是讲，咱若咧看棒球，咱就知影讲即个投手后要无有得看讲即个腿啊吼。咱讲即个挥空率就悬无，吼，你看因拢会着球啊，吼，啊你若讲挥空率悬就讲表示你投手投的球压制力，吼，嘿，拍袂着，吼，哇，徛咧看吼，徛咧看，冷冻的，冷冻的鸡仔冰，目睭金哦啦，目大零叽叽啦，大零叽叽啦，哦，这个有影吼，所以咱看到卢英金，这嘛是咱看到这第一局迄个。咱头头看武红无的这能力展示吼，第一出现展示，但是咱必须要观察的就是讲吼，伊这是徛咧看，咱即话讲互因吼挥空的能力啦，就是讲伊拍袂着啦吼，互因拍袂着吼，所以因可能也是咧适应这个新的投手起来啦吼。他即马打击轮回第一番啊啦吼，恩古罗，因为右外野手吼。右外野啦吼，还是讲正外野。正外野啊，这个来，目大等于小到无问题哇！三出强啊！哇，真正是不离强。虽然互因讲一支大的，好你家才无出去哈，但是咱嘛讲吼，有守条守成吼，连续咱看到讲卢英金三胜对方啊，靠着这个手臂的这个帮忙，嘛完成吼3个人出这个部分哈，所以这个换的速度紧明确，哦，这嘛是咱。12强以来，这个一个大的特色啊。主要就是讲，你比赛设定啊好吼，教练团有设定啊好，我这个投手我要用几局吼，我后壁想要接手，咱讲所谓的讲 game plan 啦。啊，投手一般就是咱过去吼，咱定下咧讲就讲换投。宁早唔通慢呐，宁可较早咧，唔通较慢，唔通伤慢呐。啊，有人讲后影，啊有诶，你换起来，你伤早换了，我讲绝对无伤早换来这问题。你讲啊，你换起来，伊明明个人投，你换起来无较好，我换起来无较好是换起即个人的问题。啊，毋是讲你无该换你就爱换啦。是啦是啦。吼，你莫等下想讲要偷局数，偷局数啦。诶，就是咱嘛讲这换人的这个技巧嘛，是教练团的这个一个大。是，因为你要甲换落，一定你有一个设定，比如讲哇，伊可能无力啦，吼表现歹啊，球扑悬啊，吼。啊是讲啊，伊的局数，伊的用球数已经到已经真棒啊！你再甲换啊，你搁投出局数哪有意义？对啊。头头讲的这个设定嘛是台湾队的这个教练团吼，这个部分爱好好思考。尤其咱嘛讲吼，有的投手是适应讲垒上无人吼，你若是这个亲像咱头拄啊，卢英金换起来是垒上拢无人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有的是讲啊，伊就是要真正要去解决迄个。就化解危机的啦吼。啊，不过咱嘛讲到即回吼，就是嘛是有即个换投的即个限制，就是讲你袂当投一个人厝，就甲伊换落去，你至少要投3个人。这是甲对咱的规则做侪拢是对 MLB 行的啦。哦，较早大家也有印象就是讲 MLB 做侪拢是有一人投手嘛，啊，到尾也改这规则，伊就要讲要加速即个比赛节奏会较紧啊。因为你讲啊，我一个人一个打者，我就换一个投手吼，会感觉伤慢伤拖沙啦。咱即摆来看，咱的歌舞节吼，来自这个兄弟的歌舞节吼，今日做蹲步吼，这个工课曲步啦吼。啊，过去的这个打击率吼是2胜5字吼，伫咧台湾这棒球拍兄弟吼，咱来看伊这个选球即阵是2粒歹球吼，面对的同款是这个 Leva。
其实吼，去年的数字吼是敢若参考，提供参考尔啦。参考啦，有影。嘿，因为今年佫是新的开始啊啦，吼。有影。啊，咱来看这球，莫互伊接着，莫互伊接着，出去。哇，真无彩吼。这个高武家伫咧咱讲倒边吼，这个界外的这个部分去互伊接起来吼，咱这个三垒手。叫这个一条法律帽啦吼，一条界外球叫这个三垒手吼。用要到即个观众席吼，观众区头前去接着吼。但是险吼，这个可能这个骹步也是无遐尼在，但是球接得真。骹步啦，有诶可能是咱丁光啊吼，诶哇，这球有啊啦，有啊，你要哇，内底吼，这个这至少两地哦，至少两地哦，诶，无毋对啊。哦，这个是咱的这个主呀，林主委哈。哦，咱的这个过去吼。咱就是照当伊的即个打击能力啦吼，啊伊嘛是咱讲内外野拢会当守的吼。是，工具人啊哈。工具人，咱讲话，即球真正讲了真好吼，要伫咧线边挖线边即个方向。啊，虽然咱讲高武杰啊，头拄也叫人接杀起来，但是主呀马上有表现啦吼。咱必须要好啊把握，因为咱连续两强吼，拢有即个伫打上即个得点圈啦吼。哦，所以即阵轮到的，哦是咱的王柏贤。毋通急啦，我是感觉讲有当吼，即个落后的有当咱分数吼，打开始尔啦，免那急啦吼。有影，即个礼拜吼，其实伫咧对第一球的时阵，拢是歹球较济。吼，咱其实会当你看，即球佫是歹球，所以伊对咱的这打者来讲吼，伊控球嘛是无遐尔好势。啊，你啊，歹球甲选掉吼，歹球甲选掉，你着必须伊爱投好球。啊，你啊投好球吼，你好啊把握吼，讲安打的机会就会较悬啦。就较悬吼。王柏贤吼，这个嘛是内外专修的吼，伊讲伊早4个手套吼，来四骹手套。好，咱台语咧讲手套是讲一骹两骹。但是即阵啊，期待伊即支棍啊，即支推啊，甲讲出去。哦，即阵3粒歪球啊，佮等一粒啊，是好球。老师，你感觉伊是讲较好，还是讲即个看到好球就爱迄落，还是佮等一下？应该我甲即粒好球应该袂客气啦，因为这点款有人啊。是。系啊。哎呦，真正出去啊！是啊。水。连续2支安打，林主委即阵要转来咯。来，回头嘛无诶，无，砸掉啊嘛，袂歹，伊拉探团吼，探团走去到即个吼，走到二队。Team Taiwan，Team Taiwan，是，连续。无啦，维护无必要冒险啦，吼。有影。哦，阮讲有对嘛吼，伊有机会来拍，来做对啊。有影吼，所以咱看着讲吼，高武杰虽然去互接杀，但是林主委2垒安打，这算一垒安打，伊一垒安打是一个探团。对。嘿，记录来讲会记一垒安打呢，嘿。是吼，这林主委了后，哇，王柏贤吼1垒安打吼探团。嘿。而家咱来看这球啦吼，就是讲。咱看这个角度吼，维护吼，嘿。但是去互这个指导教练甲动的吼。这走垒是真正确啦。哎，有影吼。来，李宗宪，因为一出局。吼，一出局你3垒有人有足，无一定安打着，我就提分数啊。是，吼，有影共款，咱头讲着吼，即个选即个投手啦吼，即阵礼吧。咱即马山顶的朋友吼，你好啊，动读壳啦。是。一出局3垒有人有几种摕到分数方式呢？有影。无一定要安打，高位牺牲打，野手选择啊，对唔？哦，唔通。啊，这哎呀，这个吼无法把吼李宗宪这球吼，就伫保守。哇，这一点仔帮忙都无啦，结果去讲一条这个保守顶头的 fly ball 啦，哇！真正大可惜。要紧，即马来看林家伟。有影，咱即阵就望咱这林家伟吼。哇，真正伤可惜去啊！啊，唔通累积哈。哎，即马林家伟一支安打2分就倒来啊，得了病啊吼。但是爱有耐性啦，因为即摆一堆空的吼，投手应该嘛袂晓伤好食困啦。哇，一粒哦！球互伊投入去好球内底吼。哇，这粒我那歹拍啦，咱讲吼，网啊顶脆皮，啊网啊顶脆皮，歹拍。林家伟啊，咱嘛是望伊长期的，吼好一阵吼，这个投手也是，嘛知影伊的棍仔较大支啦吼。
有投较闪一丝啊。投较闪啊，伊啲铝包去空的嘛，系啊，伊袂讲硬要改变啦。是。目前咱的这个二垒是头拄啊，探团起的。你甲看伊全部球吼，拢徛伫咱讲corner 啦，是，边边角角啦，咱哈边边角角啦，咱讲华语讲边边角角啦，哈，啊，这个日语讲 corner 啦，哈，corner 哈，corner 安尼，好啦，咱5棒加位啊，哈，这支目前是到这个，这球爱犀利哦，吼，因为这球即马是2粒好球吼，1粒歹球尔。好，这个可能去判时间是毋是伤拖？哦。突吼，嘿，啊，第四对，嘿。即回吼，伫铝包顶有人，你是18秒；铝包顶无人吼，投手的15秒啦。所以这个拄则，吼，这超过时间啦，哈。超过时间就判一粒歹球。哎呦，过来拖哦，伊咧算哦。哦，伊这算退卡啦，不要紧，佮开始。好啦，你会，嘿啦，你会惊啦吼，你会惊不要紧啦吼。刷来伊拢会惊吼，所以这个林家伟真正好把是，吼球棍啊，哎，哦，好佳哉，发了无吼？发了无？所以就是讲，你看陈吉宪吼，伊这个打球的技巧就变做好。你共款2个共款倒拍，你看，但是陈吉宪吼，伊咱咧讲拍球就足黏的啦。是。吼，迄就足黏的，就是讲2粒好球吼，球拢望，至少望会着啦，无介会甲你拉掉啦，还是崩掉啦。嘿，咱看吼。加油哦！哦，对，选了好哈。哇，这阵满球数啦哈。是。加位哈，这个伫咧打击区，啊，咱2垒哈是咱的这个黄福贤哈，3垒是林子宇，咱5棒加位啊，会当甲这2个人拢甲送落来。是，但是我感觉讲有保可能会补上。补上啦吼。嘿，嘛是有可能哦。哎呀！希望的发烧，竟然用三振，个三振啦！哇，真无彩。有影咱讲到2垒、3垒，吼，拢有人的指卡咧留下2个站垒啦，哇，这是真无应该发生的这个部分吼。所以咱讲吼，这个2比0、2比，袂啦，不要紧啦，这第2局啦哈。咱来看讲线顶的老朋友吼，嘛搁甲咱台湾队加油一下吼。有影吼，咱看到讲吼，有影做伙甲所有的台湾队加油，做伙吼甲所有队员吼，尤其咱2比0，咱其实咱头头嘛看到讲陈吉宪也好吼，拄则有2垒安打的这个表现，过来就是林子伟嘛有2垒安打的表现，过来吼尤外野这个王福贤，1垒探团吼嘛徛到这个2垒啦吼，所以老师你来看，其实礼拜的这个表现无介成功，是咱可能这个运较歹一丝安尼吼。无啦，我是讲为着即摆2局尔吼，伊嘛，你也讲有当咱讲种切了，迄个国际赛切了有当讲，因为有球数限制嘛。我拍了袂好，我就尽量无等你换了，我有当我机会就来啊。是，几个咱嘛讲到这个西班牙吼，几个投手，一个佫是40岁投手，伊可能会去做另外一场先发。咱嘛，咱看讲。是毋是换起来因的投手阁有啥物人吼？有影咱讲即个时阵吼，换咱即个头拄仔换起来即个吕英金啦吼。是。吕英金是毋是会当阁继续来投第3局？应该是无问题啦吼。有可能，应该阁投啦吼。因为看伊用球都真弹性安尼。所以咱5棒吼，吕英金继续延续即个气势吼，即换起来了，迄个气氛完全无共款。咱看到迄个三振就出现啦，所以。控球好势无好势，其实嘛是第期比赛内底投手的关键。尤其咱是即回带15名选手，尤其咱讲赛制，当然咱是3场拢要全赢的这个气势落去吼。共款好是吕英金无毋对啦吼。嘿，是继续投37号吼。是，即阵是要来换到吼，这个进前有安打表现的标志。即马一开始就个伊到比标啊翕。比标啊！对，嘿，伊这是打者，嘿，所以你看即摆2粒好球啊，嘿，伊是打者的问题啊，所以伊想咱1粒好球啊，所以面对Beltry，咱5棒吼，这个吕英金虽然头拄仔伊这个单武红投时阵有一支安打的这个表现，但是咱看即阵2好球的英金，这个保手徛较出去吼。
对啦，这个想讲两粒好球吼。想要甲抓者。投了较开一点嘛。所以我咧头仔讲哦，咱看到顶半球迄个最后迄个出局吼，就是讲咱需要吼即个打者吼挥空的能力啦。那尾啊，就是丁家伟就是挥空三振啊。所以共款哦，迄个打者，迄个球感也好，还是讲选球啦吼，有当时啊目睭咧看，腿啊是毋是对得着，嘛是真重要吼。咱看这个李英金有法度顺利来解决袂？哇！这是界外球。所以就咧讲吼，讲你一个你毋是你一个投手有哦，你讲有即个压制能力无？吼，就是讲爱互即个打者挥空啦吼，就是讲互你拍袂着啦。有影。我来看这球，来，来，二垒注意，4团3吼，一出局。因为你也讲有即个投手有即个吼，不管是快速球吼，还是讲即个变化球，吼，互对方吼打者讲袂着，讲袂着，啊你无讲个是好球，哦，啊这打者就真食力啦，就真歹拍。好，过来吼，这个是埃纳卡西奥，野手选择哇，这球部长无机会，互伊冲过去二游之间。哇，这是卢英金起来吼，这个第二安打，啊，向我讲第二安打。是。但是即种球也免较烦恼啦，就是讲，因为这是算运气袂歹吼，都要挣出即个风区啦吼，嘿啦。咱较惊就讲因讲即个长打啦，讲即大门的啦，甲咱讲所谓讲讲即乌吧，吼，超过即个外啊，即个风区啦。嘿，这是。即种会较惊啦！是哇，这个大机的哇！哇，你看，你甲看这可能会失分哦。应该袂啦，应该也袂啦，因为即马一出局尔嘛吼。是。哇，这个连续2支安打吼，一支2垒安打，甲这个咱啊吼已经送去3。咱应该画暂停啊啦。是，画暂停。这系爱画暂停啊。哇，真正咱头拄仔讲到西班牙军团吼，拢是。来自无共国家的，哇，真正拢是来自五湖四海，五湖四海。咱毋忘这个大西港的这个大阵吼，影即阵画一下暂停一下吼，这个林岳平吼，投手教练先徛起你稳定军心一下。咱讲这大饼的啦吼。要继续。即马有可能就是3垒积分会互因啦。吼，是3分球最厉害嘛是抢出局数啦。有影吼。吼无必要讲为着要防止3垒即个吼，你该抬无着，愈是愈多。然后咱来看讲即阵的 Estrada， 因为即个指定打击今日嘛是有一支安打的即个表现。后面对卢英金继续投吼，虽然红拍2支安打，来看即个。好，你甲看吼，共款的状况吼，加顶半球共款的状况吼，2、3垒有人，吼一出局，咱就是即个李宗宪去拍一支保守顶头的 fly ball 啦，才变2出局，2、3垒有人尾啊林家伟三振嘛，吼咱来看倒边来看讲对方的表现，嘿，这球哇，佫是安打吼。哇，这可能2分哦，是哇2分啊，佫是2分去啊吼。伫咧第3局顶半局吼，西班牙吼靠着 Estrada 吼，因为指定打击吼，这个今仔日已经2支2啊啦吼，所以咱看着讲咱的这个投手的防线吼，伫遮是毋是会当指挥一下？头拄仔咱看着大饼起哩，老师你看等下。这可能无，其实你嘛袂使讲这粒豆了有偌歹啦。我感觉人是打者，讲了佫较好啦，佫比你较厉害啦。Estrada 了后就是 Bellerio， 这个野手的选择。即马爱看这个咱这个投手教练吼，牛条内面吼。可能要开始做准备啊啦吼。咱的牛条的教练是建明啊。哇，这个好球数吼，咱嘛是爱抢一下吼。
这想办法吼，爱想办法突破。Very real。哎呦！因为咱这三局来看吼，真明显啊，真明显，咱的投手的压制能力较无啦。即阵咱看到牛条内底有吴又成吼，吴又成嘿，牛条的这训练啊吼，吴又成是赶快是台港雄鹰队的吼。因为咱看记录吼，即马三局也未拍出，已经7支安打咧。哇塞，这是咱伫12强的这个经典赛，毋捌看过遮尔大分数的这个部分安尼。而且看吼，这虽然无因对方无好人吼，但是这机关枪吼，这一支嘿，一支接一支长的、中的，甲你弄的，即马嘛弄4分啊，实在较犀利咧。尤其差拄啊，有一支险出去迄支，哦，呀，所以咱讲，因真正是中南美洲吼迄种打法的球风啦，所以咱遮的这个投手的应对吼，真正非常重要。啊，卢英金面对即阵吼，一类也有这个头大。哇！三振，好加载吼，这终于摕到一个三振吼，摕到第2个啦，算第2个三振啦吼。拢是真关键的吼。有影，这个稳掉军心了后，啊，摕到三振，可以让稳一下。好，这个是飞空的三振吼，爱第2局迄个吼，是这个 call strike， 是 call strike out 啦吼，就是这徛咧看。是。过来是轮到这个9番的，这个7番的 Quasar， Quasar 头前的这个表现哈是一条 fly ball， 向接起来。即阵到了嘛是小可较快，是讲伊控球无介好势啊。应该是控球无介好啦，因这是第一粒球尔嘛吼。是，系啊，有影吼，所以卢英金可能吼，这个也过来稳一下，来控球甲伊掌握起来。哎呦！啊，这条是袂歹哦，哦，可以怪着哦。哎，人好的投手就是讲，伊的歹球爱成好球啊，好球爱成歹球啦。哦，这咱讲虚实实啦，互你打者要无。周大家 Quasar 啦吼，我相信当然咧讲的啦，其实应该嘛毋是讲大意啦吼。哦，袂歹哦。我就讲需要，咱的投手就需要这个对方吼，这个飞空的能力爱出来啦。好，这应该是一个变速球吧？变速球。这个 change up。来看，是毋是可以当？我这画面吼。拄啊，这个球速拄啊，甲我动的，我来来拢靠的，对。时联动啊。哎，喂，这个应该是可以咧，价位会当收起来，接起来无问题。3人出局，这个虽然吼讲2支大的吼，新2分吼，但是卢英金呢，随着一个三振，佮有林家伟吼，一个 fly ball 接杀，咱会当甲这局吼，好好佮甲收起来吼。但是咱嘛头拄也讲着吼，即阵已经4-0，尤其。这个西班牙队已经7支安打的这个表现啦吼，所以咱台湾的这打击能力其实嘛是无遐。嘛袂歹啦，咱2局嘛3支啊，是无连起来呢。咱虽然咱咧笑讲有足侪这个方程式吼，咱得分吼，但是咱上5望的就是讲，哇，迄你若是要讲 fly ball， 就是讲较出去的，莫伫你正面顶的 fly ball 啦吼。过来咧就是讲，迄个满球数的时阵。迄个出球点，也是讲念的迄个品质爱像。无啦，我认为这嘛毋是讲打者外地的啦。哦，对咪嘛？对，你讲李宗宪你嘛无想伊，李宗宪你会感觉讲迄条我至少买着出去到只要出去外啊，我着高医生打着1分啊。是啦吼。嘿，对啦，嘿。好啦吼，所以咱即阵也是爱好好甲咱的台湾队加油一下吼，咱这个打线吼。拄则是轮到这个林家伟吼，即阵咱要自2番的吼开始讲吼，是陈中武吼，陈中武咱嘛讲过去的记录头顶
面对这个雷瓦，但是咱看雷瓦今仔用球数是有较济淡薄，所以咱看到这个雷瓦是不是伫第三局这后半局继续来投，嘛是咱等的观察的一个重点。有影，虽然咱讲陈忠武就是要食伊的什么，食伊过去咱对战伊的对战的成绩真好啦，一支5呢，佮包含一支这个全垒打，所以咱这个 DH 是败伊啦无咱这个组合其实有足侪种变化的可能，因为咱过去咧有讲。高胜瑞为啥无？高胜瑞，咱讲兄弟的这个选手今日无排伫咧，无排伫先发，嘿，所以咱这个排出来是互咱的这个价位做先发咱来好好看到，同款是雷瓦，伫咱的这个投手棒头顶继续来应战所以陈忠武看了头拄也是过路嘛伊即马4分差4分差上重要也是1分1分体啦是一个垒包慢慢积啊，你就算即马垒上无人，你讲好人嘛是1分尔对不？你也不是讲满垒啊，对，满垒你讲好人就可能掠倒来啊。是，所以咱就是一个来靠你的选球。有影咱讲面对陈忠武来讲，礼拜是较输面所以陈忠武即阵看你咯，今仔用你嘛是有原因的做 DH， 即阵面对陈忠武啦这个真正可能数字伊要甲你嘛有看即阵3粒歹球呢。对礼拜爱较有耐性的啦我感觉讲伊你着甲伊的歹球选掉你着较有机会。你选到4粒歹球嘛，等于1支安打，等于1支1垒安打。哇，一支来哇，袂歹对咱的机会来机会来这个应该会当记一个15嘿。所以趁这个15，陈忠武徛起你甲这个1垒，是一个真好的开始尤其是无人出局的局面。这个绝对是15啦咱头仔看到这个陈吉宪迄个无算15啦，伫记录来讲无算15，还算稳定的15啦你也要来认真来讲啦，但是嘛真歹讲啦，就算伊球扣了真清气，嘛无一定会负啦，所以记录袂去记15。那即马讲到陈吉宪啦咱看卖看是毋是这个手感刚刚维持着这个12强头拄啊，伊讲迄支嘛是大支的啦所以呢，牛条嘛是有这个 Rosso 来进行这个热身啦所以礼拜因为这局已经到3局这用球数来到44咱讲伫牛条当个来烧啦。对。你也看咱自看第一局看这礼拜因球速，球速无讲介紧啦，所以拢靠控球啦这球到伫这边边角角这个扣啦这啦，有怪你出腿啊，所以正经爱靠耐性的咱讲用球速哇，这吃无菜吃无菜，拍去二手的手套内底啊。但是陈吉宪这个阿达利嘛算袂歹啦今仔这个爱尽量闪这个二垒手这个安尼叫收起过来啊去所以真正这个陈吉宪第一支安打是这个第一局拍出来二垒安打但是咱这阵嘛望咱的这个张玉成啦其实头拄啊，若是毋是迄二垒手接起来，迄球拍出去，若是安打嘛是真好的一个打球的这个表现即摆就是慢慢上垒啦，减少这个出局数啦。你也减少出局数，你就垒包慢慢积，就机会啊。是。咱嘛看讲礼拜其实伊的这个速度真正毋是介紧头拄啊投出来这139公里安尼用球数咱嘛讲是有限制，若是50球伊可能这个隔2工才会当个投球安尼这个歹球的这个比率真正有较悬淡薄。当然是爱看因的策略啦因的策略到底讲因投手是要安怎分派啦头拄啊，咱有看到这个牛条内底因的这老师头讲烧，当然烧啦，这个，出去啊！
随家朋友啊，随家2分套倒来花哈。一个，咱老师咱比一下吼，台湾一个home run， 过去经典赛咱就是靠这个大机的对啦，张玉成，今日一个2分，所以咱免惊吼，但是咱嘛看讲，因为这支 home run， 这个西班牙队头拄仔咧烧迄个，即阵爱烧好势出来吼。哦这。哇！本来拿图书馆的，你知？本来开场拿图书馆的咧。这个平安吼，咱这真正是，哎呦，这个要互伊继续斗就对啊啦吼。好有影吼，这个咱来看到讲吼，这个张玉成吼，伊头拄仔举一块牌来讲安打连连吼。是。有影，5望咱来这个红不让嘛连连，咱来看5连停。啊，即马无一定爱好不人啦，即马嘛是爱共款先上垒啦，先上垒啦吼，无一定讲好不人当然是最好的啦吼，慢慢啦上垒啦吼，慢慢啦甲分数球啊哇。赞啊吼，这个咱的嘛是爱有信心吼，继续收看咱公司台一台。用听的来听球安尼啦吼，是啊，其实咱两个安尼看嘛是真缘投吼，虽然无比这个咱的这个球员缘投吼，但是咱安尼讲球吼，用台语头说，今仔世界母语日啦吼，哎有影，今仔2月21吼，是，咱这 UNESCO 顶个世界母语日吼，有影看到咱头拄仔吼，尤其咱讲这是国防部长吼，咱嘛是原住民族的选手，咱嘛爱鼓励大家吼，用原住民族。也是讲咱所有的这个国家语言来和大家来对话啦吼，咱今日用台语吼。真可惜吼，即届吉里吉老无参加吼，哦啊无迄名来，应该有机会哦，应该有机会，两队，哦，5连啦吼，嘿5连停吼，哇，这表示咱捌打嘛无连软啊，对啊，头拄啊烧还袂够啦吼，有影这个2垒安打。哦，你也看哈，伊搭这个甲杀去到这个反方向哈。是。有影吼，咱这个即阵已经，哇，即球的这个球路。哦，你看这出去，这张玉成嘿。哦，伊这甲规个甲好出去啊吼，用胶的，咱讲用好的吼，甲好出去抢啊外口。有影吼，咱第3局咧吼。哇！即阵嘛，甲因的即个教练佫烧出来一届啊，吼，应该是爱换头啊啦吼，因为头拄仔因的教练已经有起来一届啊吼，所以咱后3棒咧吼，也佫有即个7番的即个林子伟吼，8番的王福贤，9番的李宗宪吼，有影咱会当棒出现安打吼，因为即阵5连停，共款是即个打点箍仔内底吼有人啊啦吼，所以咱期待吼，期待佫较。啊，佫机会啦，即马1出局尔嘛。有影。咱希望吼，这局的分数甲略平啦吼，甚至于讲较超前啊吼，对啊。咱的棍仔嘛无咧弱的啦吼。咱的好处就是讲，其实一开始咱是后攻的嘛，是。好，咱后攻的即马较第3局下半咧啊，咱到即马到第9局还佫有几局通讲，但是咱希望我无爱拍，我无爱看9局下半啦。有影。迄个9局上半就甲砍少啊啦吼。有影，即阵吼是咱的这个保守个武杰吼，头拄也是这个共款是界外的 fly ball 啦吼，去互接杀。高武杰咱头拄也讲着吼，伊伫旧年啦吼，这台湾大赛嘛是。伊兄弟嘛吼，兄弟的保守啦吼。打击率咧吼是逐年拢有咧进步啦，啊伊的这个手臂嘛是绝对真肯定的一位选手。这个选球起来，共款是礼拜继续斗吼。礼拜即阵用球数来到57粒啊吼，就是可能就要互伊继续斗完即局的概念应该是安尼啦吼。所以即阵2粒歹球，1粒好球，高吉。好啊算吼，即马球数这打者个领先啊。3粒歹球，1粒好球。是。第3局咱5望爱透过即局真正是棒，吼，拢有上垒啦吼。咱来看一球，对，算吼。补上。这等于讲是讲高武杰，这就代表讲第4分啦，略平分数啦。高武杰后法度倒来打就本垒的，咱就略平啊啦吼。有影吼。所以即阵要轮到的是咱的注意啊。注意。2垒安打。2垒安打哦。有影吼，所以咱1、2垒吼是头拄啊
这个二垒是这个头拄二垒安打的这个吴念婷，一垒是郭武杰，透过4粒歹球补上起哩，这阵教练团搁起来，应该是咧换啦，换投手啊啦，因为林主委是倒拍是倒拍啊，而且顶伫即个第2强去讲一支二垒安打讲一支这个正外啊即个线边的二垒安打，是，所以即阵换落去了后咧咱就爱观察这个要起来这个 Russell 但是咱来回顾即局一下咱即局。会当讲是咱全新的一面，过去咱熟悉的台湾队搁倒来啊，大机的搁攻倒来啊，尤其虽然讲这个台湾队自2023年经典赛内底上场的 MVP 张育成讲迄支大的，咱讲全垒打啦当然咧这个陈忠武是靠着迄个15、4甲7去哩甲一垒的所以甲这2分拢摕掉，咱即阵。伫垒包顶啊，也阁有咱的这个一垒，这个一垒手吴念婷即阵伫咧二垒，郭武杰是靠着补上老师安怎看这局？这局这真关键啊因为咱拢知影讲这局迄个张育成这个2分的好不人，等于甲顶半局迄2分掠倒来啦即摆就是讲咱差2分，就是第一局迄2分啦。而且咱个看即摆1、2垒阁有人搁甲因的咱讲其实这个礼拜嘛算因内面阵中内面算好的投手，甲拍落来啊啦所以咱的这个大机的甲伊攻落来咱嘛趁这个机会咱即阵看着讲因的这个投手咧换投的这个期间咱嘛过来了解一下咱今仔这个打线其实有安排但是咱嘛有一个关键就是讲今仔日指定打击这个陈忠武啦因为伊是要配应着过去迄个记录真好，就是咱的7胜1死面对雷巴但是阵雷巴若是落，伊变换期啊，伊变换期，你若讲过来去轮到后一轮的话，连换代打啊，有影尤其咱讲这个代打的这个选择嘛真济，咱讲遮的这个守备位置因为陈忠武是保守的这个位嘛，所以你若要换林家伟，可能会当安尼转无？你讲哪？林家伟会当过来转做迄个咱讲的指定打击无？我咧讲，一般来讲啦就是讲你棒处袂使换啦，你手臂位置安那调拢袂要紧啦，棒处袂使调啦，袂使调动啦这棒球的特别的规则啦，就是讲咱咧有当看你换较乱，就是讲你几番，你拍几番就是几番，你无迄个第1番换来第4番的啦，但是你野手你用透过野手的这个会使来换啦就是林家伟本地咱讲按算伊可能是指定打击嘛换这个宋成瑞，袂当所以这嘛是有这个限制的所以咱来看主要这阵1、2垒有这个让来的时阵这个老师换这个第2轮的投手是这个哇结果是三振这个林主委三振，哇真正该可惜，咱这阵1、2垒也有人啦这阵轮到的是这个王柏贤，王柏贤头拄嘛是1垒1垒的安打判团去哩甲2垒啦，所以就是2垒嘛这个林主委走去3垒啊这明显这个第2轮的投手伊的速度就比这个雷巴较好较紧起来是这个 Russell。面对王柏贤伊是先摕到一个好球，感觉起来这个球哪像比推啊拢较紧明显就较紧。是，即马可能爱细腻者因为这无歹球2粒好球这个投手绝对的优势啦爱较细腻咧。咱毋茫延续这局啦这算讲掉一粒关球啦。是 ，Russell 啦一个1垒2垒吴念婷，想要甲送倒来无？哇，这个喙甲150。对啊，所以这明显真明显的就是讲伊的真有速度啦。是。咱看伊的球头有迄个多米尼卡的国旗啦这个应该是来自多米尼卡的哇，非常的可惜
哦，这个换投礼拜换投了啊，这个 Russell 起来连续2个三振吼，甲咱的这个吼1、2垒吼，这个要走动的分数吼，全部拢甲抬掉去吼。哇，真正介可惜无，咱讲这局若是延续起来，应该是算袂歹吼，但是咱靠着吼这个张玉成吼，咱的国防部长吼，这个 home run 2分先甲摕互掉了吼，但是咱有看到讲这局内底这个换投的关键。这个西班牙队嘛是掌握甲真好，所以未来还有机会吼。对啦，因为三强吼，主要咧讲就讲，唔通讲伫上头前就讲规个比赛讲哦已经扭开啦，那像讲咱对韩国一开始大家扭开，因就足歹拍啊啦，吼啊咱是好加在，因为你讲虽然讲前三局吼，三局去哦摕4分，但是咱三局下半。搁随了2分倒啊！我是感觉吼，这拢袂讲该食咖啦吼。这比赛要哪演变拢毋知咧。是啦吼，搁一届吼，趁这个机会，还是甲咱的这个线顶的观众朋友吼，搁讲一遍吼。咱这回咧，咱今日对西班牙吼，咱连续3场吼，拢会含咱做线顶的直播。但是咱无希望拍到这个后礼拜2啦吼，所以咱3场5望拢赢吼。啊，咱搁期待吼，这个观众朋友甲咱的线顶的这个 link 分享，搁较侪观众朋友啊，是你的朋友，好好甲传去吼。啊，今仔日是阿明含这个国球老师吼，做伙来讲球啦吼，尤其咱会当讲到真济，咱讲球的这个慢慢角角吼。啊，咱头拄嘛看到讲规个这个表现来讲吼，都是有迄个打线的连贯部吼，尤其咱讲到得分科啊，还是打点科啊内底，拢有这个真好的机会。但是你有好好掌握不着，咱看到第2局、第3局，咱的机会来啊。但是咧，吼，就是欠迄个临门吼，一卡一击吼，咱讲一个出去的这个机会啦吼。所以老师安怎期待看咱后壁这个表现？爱犀利啦！我敢若讲爱犀利啦吼，对手绝对毋是萝卜开啦吼，这。哎，即阵咱来看吼，已经换选手啊。这是换起来应该是咱的林维温哦，这是林维温啊，嘿，这去年才自木棒联赛拍起来这个选手吼，即阵伫咧运动甲，哎呦水呢！对啊，这林维温吼，这咱啊进前有看咱公司第2代吼，咱这个500期也好啦，还是讲这个木棒联赛啦吼，这个高中棒球联赛这个插腿啊做的啦哈，是哇水哇，这叫做早安、午安、晚安啊！三胜起来，3、6球，送你一条楼梯啦。送你一条楼梯吼，过去这个维稳吼嘛，互阿明访问过吼。这个维稳啊，伊真正是较滚双球迄款型，但是看伊的投球的迄个气势，完全无共款。哇塞！你看连3粒，这是19岁的选手了。对啊，这真少年哈。是。这个去年6月也是高中生，对嘿，伊这个运动家啦哈，运动家甲签名啦哈，嘿，签约的哈，签约金啊是135万美金，是啊，啊伊嘛是这个咱另外一个女外的歌敬贤的表现啦，哎，歌敬贤讲起来嘛真趣味，咱先来看，是毋是当个接起林家伟啊？无接到，哇塞！啊，咱一直咧讲吼，林家伟的这个手臂可能是较互人欢乐，今日不是个咱哇，搁哪种啊，伊的这个毋知有去讲着吼，伊人要接球，要拼这点吼，啊球去跳，接无着球，咱去跳倒来去，哇，讲着会害，讲着会害啦吼。哇，即只较食力一煞，即阵倒伫咧这个涂骹吼。哇，这哇，真正是。虽然咱头拄有讲着吼，咱顶的这个野手内底，咱讲有 utility man 吼，上无5望的就是即款情形出现啦吼。咱来看卖咧吼，看伊的这个详细吼，伊球跳起来去讲着会害啦吼。是。啊，可能这个身躯因为要有去互击着的安尼。咱看一下慢动作的吼，咱看卖咧，吼要拼无着，啊球跳起来，哇！应该去，我感觉是应该是会害。会害吼。啊，搁伊迄个骨的这个距离也是有一段。主要是咧看即马哇，即马队医咧甲检查吼。咧看是看伊即个会害哦。是。为安咱嘛，希望伊无代志哈，希望无代志。咱嘛是期待伊还有较好的这个，咱讲手臂能力。是。
有当咱咧讲哦，这甲徛位嘛有关系啦。你若讲你徛了较头前诶，即粒就可能接袂到啦吼。咱讲徛位手臂这布阵吼，咱有影讲即个 position， 所以有影讲这个精步的收集足重要，就是讲吼，你若精步收集做，你就知讲，即个选手攻出去吼，也 fly ball 会倒一个位置啦吼。咱讲伊这个 spray 吼，就是讲这球攻出去，伊的落点伫倒位，会知外啊就知讲要安怎徛啦吼。对，这个头拄看到嘉伟啊，伊是手卡。后壁一束，对，要捉这粒球，伊的距离咧走。甚至于讲，你有早一寡手臂的徛位，佮加你的起蹦吼，是甲即个投手的纠正有关系。比如讲我即马投手我快速球投了紧，即个捌打手、推手也缀袂着，缀袂着，伊的球会往倒一边走，倒一边飞，我往倒一边防守，这拢有差。好佳哉吼，无代志，无代志啦吼。咱继续甲嘉伟啊，加油！这个。咱即马过来看这个吼，一个林伟文啊吼。林伟文是这个拢桃园系统的吼，这个桃园市吼，龟山小崩、新明青小崩、平镇高中，吼，这个桃园的这个三级棒球吼，这个系统吼。真顺啊吼，当这系统起来吼，龟山小崩吼，新明高中吼，这个平镇高中，有影吼，即阵面对的是有打架啦吼，很古老。尤其林伟文伊这优势就是讲倒手的吼，倒手的一般会比正投吼，倒投会比正投较珍贵啦吼，因为数量会较少一点嘛。是位置啦吼，咱这个阵中内底，伊是其中一位。两个，敢若两个倒投尔嘛吼。哇，这个球速拢吹甲饱呢吼。面对头拄啊咧，这个林家伟吼，因为林家伟这粒吼接无着，这个一垒吼是有头拄啊起哩吼。这爱犀利啊，因为即马打线搁轮回第一番啦吼。爱想办法吼，毋通主要球爱控的里面啦吼，千万毋通甲保送啦吼，因为你看你也甲保送吼，即个2-3-4-5吼，今仔日拢拍了袂歹啊。是。甘愿好拍吼。甘愿好拍，靠咱的队友是，对嘿。为阮抢到一个好球来甲挽球数啦吼。好，刚刚他拍摕到两出局吼，你要来对第二番吼，就较好对付啊。是，是要。水啊，来看卖。哎呀，哇，这吼，团了无好势啦。这个袂歹，但是至少掠着捌打啦吼。但是你嘛看讲吼，西班牙队因的这个攻势吼嘛是有咧。因战术啦吼，因为战术啦吼。你看，伊这算一个头类啦吼，伊这应该是讲吼，嘛应讲是拍走啦吼，先走啦吼，已经有先走啊啦，拍挂走啦吼，所以咱讲 hit out run 啦吼。过来是轮到今日有一支安大标跟呢 Beltry。你甲看，咱就是需要这种能力，就是讲投手吼，爱互对方吼讲袂到的能力啦，挥空的能力啦。嘿啦，嘿啦，比如因这电风吼，愈大港愈好啦，嘿。你看电风一港比一港较大港，就是啥叫做电风？人力电风扇就是讲无着球，毋哪一支拿电风诶。球哇，都是风安尼啦吼。对。然后咱即阵同款吼，维稳吼，起来其实到了这个内容算是不哩好。你也看，拢对袂着，你也看，K 连山 K 有无？哦，就是需要这啦吼。行路都是有迄个办势吼，这连3粒。咱家三星。这个电风有大港无？你看，系啊。维稳即阵吼，这个 Auckland 运动家队会好好甲动用啊，透过这局比赛，我相信后一局应该是够伊啦，因为用球数真正够较。就看教练团因咧投手安怎设定啦，设定讲伊要投规，主要是用球数量啦，用球数量的限制啦。是。
有影，所以咱看到讲，伫咧林维稳起来，咱看到台湾队专心的这个部分但是咱头拄也蛮爱关心到咱这个嘉伟对外野手这个伤势应该是无问题啦那么期待咱这个第4局后半局有好好的这表现目前咱是2分的这个落后但是无要紧，咱的这个 hit 虽然有5支这个因西班牙是8支但是咱的这个推嘛是大支的嘛不了济，尤其咱伫咧第3局迄个玉成的国防部长2支防不咱互咱是2分的防不咱2分的防不咱咱食一个定心丸一个食落就是爱期待讲咱的这个大支的锻炼拢会当好好到位。伊即届这资格赛就是讲你也投出50球以上，就是要休4天啦，30了休1天啦。但是你也连续2天不管你投个至少拢要休1天啊，休1天啦。所以咱看头拄仔迄个礼拜已经也休4天啦。所以咱看啦这个咱就是这个拼3连胜摕到第1名这个部分。今仔拜五6日1、2等于伊就无啊，伊就无出赛啊。礼拜就再见。礼拜就敢若即个敢若出赛一个尔，因为你咱今仔拜5嘛，拜6礼拜8、1就无啊。是。对啊，等于讲你是结果用休2天啦休2天了，休2天了我都出赛啦休2天就等于讲是拜2嘛拜2你我都出赛嘛。因咱的赛制是讲即个单纯拳5、6日啊，对，即阵换到的是咱的庄宪庄宪顶一届打击是，就是咱讲的，同无介看的啦即个2、3垒有人去甲你讲一个保守顶头的迄个 fly ball 迄种接杀，一点仔帮助都无啊。我即个保守无，即个主心无扣哦。所以即阵，即个其实看咱溜啊哪层有去写着本地帮即个好球区哦。是。是啊，你着一个补上，伊笑出来，我做笑出来伊讲头拄仔迄粒无扣安尼，佫连续4粒歹。阿明，你会记咱第3局是安怎摕到分数的？就是第1轮发生事故啦。是。摕到事故啦，不要紧啊！你都即马你赛胜地是对你较不利啊。来，咱看到这个林家伟好，咱的线顶的这个好朋友头拄有讲到林家伟是安怎读这个伟咧有纬度的纬嘛是有人讲这个台日，也是讲这个咱教部书典名要安怎读，有人家标做是林家辉。林家辉啦第7条啦但是这个伟也是辉拢是会使但是咱头看伊这个表现竟然是一个过路，一个三振，咱会当期待吕尚武一个让拿的时阵，即阵无人出局伊主要就是讲，伊必须爱就算出局，你嘛是爱送你嘛是爱想办法甲一队送，至少爱送去2队啦。你往即个正边拍啦，同样就是安打。有影林家伟谁咱会念做伟，你知影？因为台湾过去有一个名中内面有一个伟做有名蒋纬国嘛。咱蒋经国因小弟啦蒋经国因小弟蒋纬国，所以咱一般拢会念做伟啦较袂念做辉啦哇！但是这条佫是三振，残念的是，无要紧。哇！那会煞讲的尔煞，结现头拄仔讲伊的迄个头壳安尼哇！这个真正是今仔日真2K啊啦较无。来，不要紧，即阵陈中武，咱头拄仔讲到陈中武陈中武咧是啥物？这个4甲擦起哩的，尾仔就接啥物？咱的国防部长。对，这3垒手失误啦是。看卖咧，讲了伤悬这个正外啊接杀。是。来看咱结现啦结现啦，咱台湾。看队长。队长咧头拄仔讲的是一支
二垒老大讲起二垒手的手套啦吼，咱即马期待就是讲看有法度出去场外口无分数了较平无？有影。哦，较期待就是安尼。是。同样 ，Captain Taiwan 吼，这个单结线，今仔日二垒安打啊，第二粒就是拄好咱头头讲上好卖去伊迄个位哈。二垒手啦，讲入去二垒手的手套内面。是。好啊，哇，这粒扣起来，这粒球真水啊，这粒球歹拍。有影。哦，有够低吼，啊，但是佫无伤低，主心要扣啊。是。即阵投手是完全领先，即阵要投对。哦，这个无接到啦吼。好加载，好加载，这粒传了准哦，会死呢。会死啦吼。这粒是传了无准哦。哇。咱看卖咧吼。注看吼。好，这粒你看，传了无准哦，这粒传了准是死哦。这是拄则靠。结果无接到吼。好。贡献啊。来。安打一记哈，安打一记就至少1分啊哈。尤其是即阵是 Captain Taiwan，即阵咱也是伫咧大巨蛋头前一定咧唱迄落啊吼。台湾常用啊吼。是。好，大家做伙来含咱话 Team Taiwan 者吼，单结线 Team Taiwan 安尼啦吼。Team Taiwan。Team Taiwan， 单结线 Team Taiwan。有啊。哇，这球，哎呦。敢会负？敢会负？结果是会负啦，啊！结现即距离讲起即个二垒方向，团向一垒去互刺。这个速度吼，差4分之一步，4分之一步，差一点点啊。是哈，即叫咱看到这个 Russell 吼，咱今日即个虽然又投出一个保送吼，但是咱看小连线吼，即个咱上重要高位吼，去互三振，哇，真正介可惜安尼。所以伫咧即局吼，咱共款无得到任何分数吼，即个安打伫咧即局无出现啦吼。伫第5局，咱5望吼，即个维稳啊，运动家队啦吼。主要毋通阁收分啊啦，毋通阁收分啊。伫咱无了平的进程吼，分数毋通阁失去啊啦。对，尤其咱讲即阵已经甲比赛即个中段中节啦，中节啦，即个抗战吼，咱。即阵就靠咱这个少年辈吼，互这个老先辈佫看卖，阮这少年辈嘛是袂歹哦，吼，尤其老师头先嘛讲着吼，维稳也是咱的这个左投吼，咱台湾队阵中的2位左投啊，所以会当佫看伊吼，这个咱讲这个投球的这个球速吼，球速也是讲球速吼，拢会当好好来去看待一下啦吼。啊，咱这个线顶的好朋友有甲咱讲啥物无？红不让，大家拢要讲红不让啊吼，DH 换掉吼，啥物有诶无诶，嘛无要紧啦吼，大局吼，比赛继续吼，无要紧啦吼，所以咱头拄仔有看到迄个机会伫咧，就是机会你有把握着无啦，安尼吼，所以西班牙今咱台湾队吼，即阵目前是4-2啦，头拄仔老师嘛甲咱建议讲，咱即阵就是看投手即个压制能力是毋是会当。去思考好势哈，尤其老师咱看吼，咱即阵看起来当然是落后嘛吼，咱讲失分啊控制好势，万不咱这个剧本咧写吼。来，咱即摆看投手已经换5优胜，然后伊的这个防御率吼，过去是2.786啦吼，啊，伫咧局数哈是差不多42局吼，被安打39支，被全垒打2支啦吼。5优胜吼，咱头拄嘛讲到伊是台冠英吼雄鹰的这个选手。5优胜啦吼，5优胜，这咱进前学生联赛咱拢嘛捌转播过啦吼，伊嘛算真少年。伊就是这个转澳员吼，搁再出发的一位选手吼。因咱台语吼，咱台语一般咧念名就是名拢是念文音嘛，或者声就是声气的声。即阵来轮到是 Encarnacion。今仔有一支安打的这个表现，所以咱头拄看吼，看这个
咱这个林伟文吼，敢若好起来吼，敢若起来投一局尔嘛吼，问题佫叫是讲哇，互伊佫延续一个，不如佫互伊先练兵一个，可能第2天、第3天。对啦，因拢爱佫用咧啊，吼。哇，第个我又声，互换起来只随行这个恩卡斯鸟，讲一支安打，吼，这嘛是这个恩卡斯使用，嘿，吼，今仔日2支安打吼。所以伫遮共款，吼，稳定一个，换起来这个优声，啊，即阵是无人出局哦。即阵换起来是这个有2支安打，吼，2垒安打表现呢 ，Ustarius。爱犀利啦吼，因为即马一起来就有人打上垒包啊。是，老师头拄仔才讲过，莫阁失分啊吼。因为即马已经到中节啦吼。对。就拿我来讲的，讲伫即个分数还无了平进前，你毋通阁落啊。系啦吼。嘿啦，对。所以即马即个打手真关键啊吼，真关键。吼，因为到尾啊，即个因咱今仔看因即个2、3、4、5吼，拢拍了特别好。是。头3番就安打吼，即马4番有2支2安打。是。5番共款吼，5番共款嘛有2支安打。对。好，所以即个你后我都甲解决起来，后来佫解决起来吼。很少。嘿，心头就会较定啦。虽然嘛5万，哇！这支佫叫人讲大支诶！哇！一个传向3垒，要掠袂赴啊！啊，这个咱头拄啊，这个讲2垒安打诶吼 ，Ustarius。哦，你看确实厉害吼。去到3垒啊！这3支3呢吼，你甲看吼。所以你看，佫有7分的危机啊啦。哇！毋若是得点箍啊尔，是打去你3垒的垒包吼。2垒以后就拢算得点宽啊啦吼，得点位置啊啦，3垒嘛算得点位置。大饼佫起来。佫稳定军心者，吼，尤其即阵是无人出局。咱即个画面上吼，虽然咱无画面吼，即阵嘛甲即个饲肉器甲伊翕出来，本来是要饲出来做生活投手啦，所以即阵咱的这个牛条应该是吕彦青来做这个小，吼，一个新啦吼。所以逐局吼，除了头拄啊微分迄局较无状况，其实逐局咱拢是爱真非常注意。3支3。是。好啊，第3番3支2啊。所以你甲看3、4、5这欠起来呢，都真恐怖啊。即摆是 Restada 是不是？Estrada，哎。5番吼。咱即个优胜，即阵是2粒好球，1粒歹球吼，面对的是无人出局，3垒有人啦。所以你看嘛，即马2粒好球啦，我就讲必须爱伫2粒好球有法度互打者挥空的能力，这足重要的啦。哇！好，你也无这足重要，你就只要，比如讲即马3垒有人，无人出局，球脚碰到就7分的危险嘛，就7分的危险性啊。即阵用球数吼，拢即个12球还未解决一个打者啦吼，所以咱希望即个会当互伊稳一个，上好是即个相杀嘛是会使，1分互伊无要紧。哇，问题是要甲调对无？嘿，啊，等于讲你的球无够力嘛，吼，2粒好球了，你看2粒好球了变投啊无球数啊，吸引袂着啦，嘿是有怪袂着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其实今仔日起来即个投手，即阵已经换第4任投手，嘿是。即个台湾即个棒球和即个国外呢，虽然维稳啊，才打去国外尔，投球的迄个气氛投起来，嘛介无共款安尼。无啦，主要伊有速度嘛，吼，你有球速嘛，嘿，你有法度压制嘛。哇，即个佫无送去啊吼！即阵咱看着讲 ，Restada 吼透过5游城，即阵满垒啊。满垒。哇塞！
这对投手哈，对这个教练团是一个真大的考验啦哈。是有影。这个五油城咧，咱讲过去来讲乡音这个后援这个转后援无相信讲咱嘛相信讲伊有这个后援这个实力所以伫遮啦，毋茫讲一个满球这个咱讲满垒的这个局面之下，伊会当好好来甲控制一下。这个吴友成嘛是真少年的，21岁尔呢。伊这台东的子弟啦吼，卑南国小、卑南国中、平顶高中吼。嘛过来咱桃园拍是，所有好的球员，毋是国宝就是平安吼。对，咱就是讲吼，伊必须要有这个对方吼挥空的能力啦。是。即马上好吼，拍一个投手前无影响的来一个双杀打嘛袂歹啦。有影。今日即阵轮到。好，你看，足紧就摕到两个好球啊！咱来看卖咧。好，上好就是讲拍一个无啥影响的投手接到吼，这个1、2、3啦，一传哦保手2保手传哦1垒3啦吼，这是。两粒好球了后，搁来一粒歹球。是。这是投较开淡薄啊，因为取到这好球数较济。咱咧讲一个投手吼，必须要有好的武器球啦吼，武器决胜球啦吼。就是讲你要安怎来用这粒球来决胜吼。是。来解决打者。不管是吼。互攻着还是无互攻着，互攻着讲袂好，无攻着吼，来互挥棒落空。这个右打者我来利用，同款是满垒。伊这两粒好球以后，就无记球数啊啦吼，这界外球嘛是同款算好球。你看嘛是叫拉掉，就是讲安尼嘛吼。你这控率吼。对吼。咱的球爱来。不过这嘛吼教练团后壁这个比赛这个思考吼，咱讲即阵第4任投手，尤其这个右城起来是清垒的这个状态，互伊去投到即阵满垒这是教练团来去思考啦。尤其咱今仔日讲的，就是讲15名投手内底，咱即阵用4名。当然，咱的这个用球数，虽然有咧涨但是咱后壁的2场安怎来去运用这嘛是咱未来思考。卡输讲虽然咱上摆的结局无爱看到，但是咱嘛是爱有这个拍杀。是。毋是讲咱拢咧拍迄个顺风球，就无爱按算这个第2场、第3场啦但是咱即阵望的，就是甲这局眼前的危机先甲收起来。未来你进前应该教练团有规个沙盘咧推演吼，就是讲咱要安怎行输赢要安怎调吼，输万一若输，哇，这个用开一支大机的吼。无啦，这安打啦，这支无大机啦，应该1分尔。应该。1分尔啦，1分啦。2分啊。2分啊。哇，这是无讲介大机，但是速度拢真好呢吼。是啦吼。一垒安打佮走2分倒来，咱讲比数佮有甲4分之差的这个比赛。这是咱头拄啊上无愿意看，这是投手。这个攻击算安打啦哈。之下，这拄好落伫咧这中左外啊，咱头拄啊一直咧讲的话，即阵真正换人啊，对啦，无应该7分啊啦，等于讲，即个吴友成起来一个人拢无解决吼，落2分，佮垒包佮2个人，有影，这是咱上无愿意看到吼。咱头拄看到牛条咧烧的是即个吕干清啦吼，伊嘛是兄弟的即个选手吼。吕干清咧嘛是倒投吼，是咱唯二的第2倒投要出吼，所以拢歹倒投有啥物款的用意无？应该是有啦吼。一般无啦，一般咱若咧讲倒投是讲后一番是倒拍吼，会拍倒投啦，伊做是制作啦吼，就是讲济你啊，倒拍加倒投嘛，
哦，一般是安尼啦，啊，但是咱敢若两个人尔啊，他们讲因对手今仔日的西班牙嘛，较三名倒拍尔啦，是，哦，所以就是可能调度上，调度上啦，嘿，就是讲因调度上要安怎运用吼。有影即个等下可能会换起来吼，是即个2023年共款有世界棒球经典赛，吕冠清迄当阵面对意大利吼，有即个来顶班吼，迄当阵主投2局无失分啊，无去用击吼，拍任何安打。啊，投出2届三振，吼，摕到胜投啦，吼。所以咱望伊起来，换一下气氛一下，吼。所以咱头拄有看到吼，这真犀利啦，因为咱即摆咱头咧讲即摆第5局啊，吼。啊，你第5局你搁即摆搁失2分，又开4分，吼。无定搁会失分的，这就非常的不妙啦。尤其即阵也是无人出局的这个局面啊，所以咱即阵啊，甲整理看起来吼，这个西班牙队已经攻出11支这个安打了吼。这个其中嘛有一支讲伫咧这个warning 线头前，所以迄支嘛是应该是讲讲伫墙仔顶啦，墙仔顶头啦吼。咱若本来讲 warning 线就是讲这个警戒区是讲是去落伫这个警戒区迄落，啊你若讲着壁，讲直接讲着墙仔，讲着壁，嘿，讲着墙仔。是换这个鲁眼傾起來吼，伊这个防禦率吼来到4.167吼，这个局數是54局。这个比安打56吼，比全垒打。这应该是这应该是讲伊去年职业棒球吼，数字啦吼，记录。好，咱来看，主要可能就是讲，这个是倒拍啦吼。咱即摆希望讲吼，伊过来刷来是7、8、9番啦吼。这7、8、9吼，一般来讲，捌打腿啊较无法好啦吼。希望我都顺利来解决吼，莫阁失分啊！哇，这个应该有机会接不到。讲歹咧，接到。水哦，吼。哦，这三垒手吼。伊这李宗宪啦吼。宗宪甲接起来。伊这算捌打当啊比咧，袂付收啦，哈。吼。就甲点出去咯。吼。袂付收啦，伊本来要闪啊，吼。对嘛？哦，这成功的投球哈，投球啦哈，用1球就甲解决，啊2球啦哈，过来先换着 Lino， 第8番，这个咱的这个 Lino 啦吼，来咱看吕彦青安怎甲解决，第2球是歹球，现在 Lino 这打球咧有2支安打1支三，一支2支安打，一支2支安打，一个三振吼。吕彦青起来吼，是毋是当处着？有影吼，老师头仔讲的，挥空率。对，爱拍袂着啦吼。对。所以吕彦青伊的这个球速其实嘛是会当有一寡速度出来。就讲咱这个投手吼，压制对方推的能力啦。是。好球。好，赞哦。这个137公里的球速。过去吕彦青咧吼，伫中信咧投球的时阵吼，也是讲伫咧国际赛这个经验吼，其实拢是袂歹啦。伊进前吕彦青咱进前捌去日本嘛吼，捌去这个阪神啦吼，这个恒信，所以咱看起来换起来应该是哇，这粒空间的对啊，这个无球啦吼，2粒好球2粒歹球吼，但是这粒投了真水吼，有影。咱讲好的投手就是好球爱成歹球，歹球爱成好球，吼，互你打者吼，三振起来，对啦，就是安尼。讲的，感情拢有咧听啦吼，所以面对这个 Lino， 互伊食一粒 K， 这个换起来就随位的价值啦吼。是。头拄啊，这个第一个出局数，是互伊这个番棍仔夹出来。互伊点袂赴吼，接杀，过来就是靠伊家己三振，过来是 Common Reds， 这个是今仔日打击表现是三振搁1支安打。三振安打咱就看。所以对手吼，你看这个西班牙吼，因安尼199番，敢若第1番无安打，剩的拢有呢吼，剩的拢有讲安打呢，目前才1支呢，真正挥空率、感情的
互因的恢复。而且伊换即个李彦青起来吼，有一个好处就是讲7杯9番有两支倒手的倒拍的，都伊倒倒嘛，拄换了好势吼。对嘿，吼。应该有啊吧？哎，这嘛好球吼，真水哈。水。好，今日咱看到这个颜青吼，后局应该会当互伊继续来斗啦吼。所以面对打架，爱看也是爱看迄落安那安排啦吼。因咱头拄有讲着讲即个投球的限制啦吼。是。用即个50粒、30粒吼，啊，你连续2工嘛是爱去休嘛吼。哎。所以目前呢，1、2垒吼，拢也无法度搁叮当吼，因为这个咱换起来算是咱袂歹吼，咱的颜青吼，即阵已经摕到2个出局数，看会当搁发挥伊的三振的功力无？无怪着，吼，无怪着，哎。即阵来个满球数，或者爱注意哦，因为即个2出局吼，啊满球数吼，即个垒包的走者吼会先起跑，哈。只要球一击出去吼，伊就起跑啊，所以爱细哩，三四节，哦，这个是盖外球，有影头拄老师咧讲吼，这个满球数以后吼，尤其咱即回吼，这个即局已经搁失2分去啊，咱无搁失分的这个本钱啊。啊，面对的这个左投面对左打者。所以这必须爱啦吼，尤其这个第9发呢吼，一定要甲解决啦，你也无甲解决吼，搁刷来搁轮回头前，你无一定较好对付，无一定自在的吼。来啊，讲到野头，阿弥陀佛咯。哇，结果死球啦吼，第倒某路吼。哇，真正是咱头拄就讲啊，即阵搁造成，因为这个第倒路咧，造成这个西班牙队的这个满垒。满垒吼，这。爱犀利吼，但是伊安尼箍来，伊毋是要挑地工夹伊的头啦吼，箍来才夹到伊。算咱若讲脱手伊啦吼，手去无掉身躯，然后无即个溜手啦，咱讲溜手啦吼，手脚脱离啦。是。搁一届咱甲台湾队加油者吼，咱线顶的即个好朋友啦吼，啊，即阵搁轮到吼，即个无安打的表现，看会当失分停伫即个打架才就无好啊吼。来到这个 Angulo 吼，今仔日是三支拢无安打的表现吼，继续保持今仔日的无安打哦，爱继续保持呢，你唔通，系啦。哦，面对颜青啦吼，我相信颜青是有迄个实力的啦吼，是。不过即阵2粒歹球啦吼。尤其是满垒啊，爱真犀利哦，爱真犀利哦，因为这粒球变真关键。对。这粒球你一定爱投好球。吼啊，但是你投好球，佫袂用收好。哦，因为袂用收低。这粒球足重要诶。观察一下。好啊。哇！竟然无球。哇，你就真歹啊呢！你甲看。颜青感觉。这粒球哪会无球吼？这粒球四正，你头拄讲的可能对无？这。无这应该有射着啊！这主心目敢爱去配一副目镜？咱无咱目镜照伊啦吼。哇！你甲看，哇！这你甲看就是，拄啊上无愿意拄着。你看你个钱倒来啊！咱头讲着吼，这个无安打 ，Angulo 靠这个保送。哇塞！这局咱已经失第3分啦吼。是啊。这是西班牙队吼，这回靠着满垒局面吼，这个靠着吕颜青吼，起来头拄一个跌保路吼，搁一个保送。保送啊，都主要这2粒啊。对啊，但是我感觉这个第3粒，第3粒迄粒，系啊，迄粒实在是啊，真可惜啦。过来轮到的是这个2款的 Beltry。Beltry 今日嘛是有安打的表现啊，但是咱5望就停伫遮，好球啊啦吼！好影咱头拄讲的吼，虽然这个1番的无安打，但是靠保送，但是咱头拄讲的第3球非常的关键吼。因这局等于个攻下一个大局啊啦，因为这个 Beltry 是这局起来西班牙起来第9个打者啊。拍一轮，
因第三番这局是第五局是第三番起来拍的啊。是咱讲五局吼，即阵西班牙队已经是第4轮的即个打球啊。是。啊，搁一支底部。哇，这吕彦青，这局吼，咱本地按算，迄个表现应该是袂歹，但是小连续吼，这个底部吼补上，搁一个。这个叫 hit by pitch 的哈。hit by pitch 吼。哇。就伊个手关啊遐啦吼。这拢真正力啦，这拢造成伤害啦哈。目前的这个比数已经扭开到8-2吼。嘿。哇，这个吕彦青可能家己嘛无法度相信，这个大饼伊搁起来，这是咱今换第5任的这个投手啊吼。应该安尼应该第6个。第6个啊。嘿，第6个投手啊。陈宇宏、李英晶，吼，啊，这个林胜恩、林伟文，哦，啊，这个吴有成，啊，李彦青，哎，哇塞！所以咱头拄啊上无5万的这个状况吼，这个后壁这2分，吼，后壁这2分拢是 dead ball 补上 hit by pitch 安尼转来吼，挽回这个局面。吼，伫咧第5局吼，西班牙制作一个非常大的大局吼。是。所以投手即阵若是用6个，咱经15个2/3安尼。无啦，这我甲用几个较无关系啦，毋是讲，伊毋是讲我用过就袂用一啦，吼。因为有看讲你是投几粒，吼，你有设定。若讲安尼然后就是车轮战啊，本地每一场拢有可能是车轮战的这个状态啦，所以咱就看讲后壁的这个选手，吼，可能逐局拢会换安尼啦，有影。只是讲咱莫亲像讲即局安尼，一局内底换几来个，吼，咱看讲用城安尼起来，啊甲即个吕彦青，啊即阵可能搁要换一位，吼，所以一般啊设定讲车轮战吼，是袂讲是希望讲拢清清气气一局啦，嘿，就讲啊我可能一局2局来换啦，较无希望，因为你伫局内面换起来一定是撞到危机，开去换投手啊，所以咱看一局已经换2个投手安尼吼。啊，咱讲这咧换投手的限制，就是你一定爱一局内底投满3个人，然后所以咱头壳看。但是你也讲，伊即马2出局嘛，2出局你即马起来投一局换就无即个限制啊，嘿是，但是你也后一局搁继续投，啊，就搁有啊，嘿。啊，即阵换起来是陈碧和，啊，2.392，哈，这是乐天桃园队的这个投手啦，吼，啊，过去投的这个球数52.2局，吼，啊，这个被安打43，啊，这个被讲全垒打1支啦，吼，咱5万咧，吼，透过伊的这个三胜的能力，吼，甲这局化解伫遮，好球，咱希望起来跳炸弹啦，哎，有影，吼，跳炸弹。你即马满垒啦，吼，跳炸弹啦，毋通起来破汽油啦。哎，即阵轮到是吼，这个共款有2支安打的选手哦。第3发呢？嘿。哇，搁出去！啊，即阵满垒的这个局面可能搁至少搁2分吧。转来啊，吼。扣几分？哇！2分哦，搁2分啦，吼，因2出局啦，吼。是。哇，这个。啊，这是咱足无解看着讲，咱讲这讲啊开火去啊！讲啊开火去吼。嘿。哇，这个满垒的这个局面啊，吼，这个2-3垒的这个让啊，搁走转来2分，目前这个比赛已经来到10-2啦，吼。嘿，10-2就是8分啦，吼。是。过来是来到这个因的今仔日中心打者吼。第4番的吼。4番啊。3支3啦，吼。3支3，2支2垒安打，1支1垒安打。对。来，当停伫遮就好。停伫遮，吼，咱的信心会当大增加，吼，这个2垒安打，伊无啊啦，要甲伊牵少伫遮。哇，但是吼，这个。老师头拄讲的，好球歹球都爱唱好球安尼。是啊。一个手就互伊甲歹球会砍唔落去。好，咱
5万哇！我感咱实在是哦，安那想嘛想会到讲拍到第5球，咱会输8分。啊，这就是棒球啦，吼，咱咱讲啦，这就是棒球啦。是。哦。不过这嘛，吼，咱台湾队搁一个思考啦，吼，就是讲，咱这个规个过去自12强甲即阵，吼，咱规个整体，吼，尤其咱讲即回咱统整的这个名单内底，到底铺排竞选的这个人，吼，啊，尤其咱讲15个名的这个投手内底，咱其实也是有用心安排这个投手啦，吼，只是咱的马达今嘛袂歹，吼，只是咧锻炼度，所以咱5球下半开始，吼，打球咱个攻势。哦，好不容易哈，三振结束到这个半局。哦，咱讲这个半局吼，真正是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大局吼，连续吼得到6分无，但是无要紧吼，咱后一局开始吼，咱自这个吴念庭、张玉成甲高宇杰，咱看到咱的这个棒次可能就我调整伫咧啦吼。所以伫咧第5局吼，只得到6分。我感觉当然，咱即马是第5局吼，咱还佫有5局的进攻机会啦吼。因为咱即马是5局下半嘛，5、6、7、8、9 5局的进攻机会，当然是袂使放弃啦。但是教练团吼，伊必须要准备啦吼。其实不管即场是输几分啦吼，输1分也好，输8分、输10分也好吼，你都要思考讲你后壁比赛要安怎拍。对。吼，这个赛制较奇怪啦，就是讲你啊，这个单纯拳的第1名，你就摕到这个参赛权嘛吼，摕到这个门票嘛吼。啊，这个第4名是淘汰啦吼，就是免讲啊。即摆问题出是讲第2名甲第3名同款意思啦。对。因为不管是第2、第3，你就是拜2个小赌啦。啊，这个考验讲你的调度啦吼，啊当然咱惊吼，咱即摆就是讲啊，万一即场啦吼，万一即场输互西班牙啦，万一啦，咱就爱希望讲西班牙全部拢赢，全部赢啦，嘿，安尼对咱来讲就会较好啦吼。啊，今仔你看下晡的这个比赛吼，其实这个推啊来讲，其实是这个西班牙的推啊，真正是好讲，应该是比较 Dominica 吼，甲这个南非下晡的这个比赛，因拢是2-2，虽然拍到这个第10球啦吼，啊，但是咱看讲。推啊来讲，咱今日是真正拄着强队的强队啊！啊，若是讲未来这2天，咱对南非也好，也是对这同民来讲，咱来推啊。你家哪个？你不是同民家？你家哪看啦吼？咱的这推啊嘛袂输啦吼，所以伫遮咱就是望讲西班牙那是吼，咱嘛是望今日会赢吼。好，即阵来5局下半吼。即阵起来应该是部长是毋是？部长嘿。部长吼。部长今仔有全垒打的表现吼，即阵是伊第3轮起来这个咱讲打击嘿。哦，望咱就是每一个人厝拢会当上垒啦吼，即阵上垒嘛真重要。因投手嘛同款吼。Russell。哇，结果去用3胜，啊面对这个 Russell 吼，因这个同款有大联盟顶级的实力的这个投手。哇，面对。张玉成吼，先互伊3胜起来。即马差8分吼，坦白讲啦，嘛无急的必要啦吼。1分1分慢慢啊摕啦吼。是。过来是咱的吴念庭吼，今日嘛是有2垒安打的这个表现。互咱头仔讲的就是讲，进前1、5局一开始就咧讲这无唔通阁失分啊啦。啊，结果唔拿失分，阁一件失啊6分。哦，也是对，尤其是咱讲这个换起来眼青吼，这个随的这个hit by pitch，啊个补上个hit by pitch，拢伫满垒的局面。是啊，是啊。啊，毋过咱讲这个 Russell 吼，伊过去吼，伊的这个速球是上大一个武器吼，轻轻松松拢是150咧吹吼，啊有的状况若是较好的时阵，记录上拢有要挖160的这个顶级吼，所以咱台湾队的选手都还好啊，吼，这个你看吼，即阵佫150去啊吼。啊，吴念庭其实过去嘛是有这日本职棒球的这个实力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伊伫顶届这个经典赛吼，对这意大利吼嘛是有更大机的啊。但是头拄仔老师嘛讲，即阵就是上垒，哦，上垒上重要。哎呦，无对无？无对。无对。算一粒歹球。咱应该台语毋是讲用光的啦吼，咱台语是讲用光的。毋是。
羹这是华语讲扛啊吼，啊咱台语讲用焊的吼，啊是讲用炭的，吼，啊是用胶的，哇，结果讲的个。田用三性，所以这个水两个吼，张玉成讲高中含5点钟，一个三性，一个飞空，一个徛咧看啦吼。是，哇，真正无愿意看到吼。过来是咱的高武杰，哇，这个控球原来无遐尔好势吼。哦，高武杰吼，今仔日是 fly ball 含一个保送。即马有影即个大鸡蛋啊，图书馆啊。啊，那嘛是要加油啦！加油，Team Taiwan！吼，搁一届咱台湾队有啊吧，爱，加咩好？来，哇，走上班！哇，这是安那？哇，这个 Russell 今吼，这个第5局吼，咱看到哇三胜，吼，3就3落啦。3就3落吼，无得到任何分数，尤其咱看伫咧这局吼，这个攻势完全是失火吼，可能受到第5局的这个影响吼。啊，第5局，咱讲进入到这个后壁阶段吼，咱真正好啊！佮思考一下吼，咱伫遮咧嘛，邀请咱这个观众朋友，佮好好来甲咱台湾队加油一下啦吼！加油！即摆看有人会晓做法袂？做法，咱过去看经典赛有迄个做法的阿伯安尼吼，这个开始做法一下吼。咱相信台湾咱甲过去12强的迄个表现啊，手感好好啊，佮甲吹转来吼。尤其咱今仔看吼，这个咱的 Captain Taiwan 单击线其实嘛有一支2垒安打啦吼。啊，咱的这个 home run 的表现，其实咱的张玉成嘛有，啊有5连胜，其实嘛拍了袂歹啦吼。啊，佫有这个林子伟啊，其实嘛有2垒安打，啊佫有王福健吼，1垒安打探团去到这个2垒吼，其实咱嘛是有5支安打的这个表现，吼，只是上可惜的，吼，就伫迄个咱本地叫是有大局，咱机会无正机会就走去到别人。对啦，拢是安尼啊，棒球就是安尼啊。系啊。OK， 即阵呢，咱要互观众朋友来小休困一下，咱5局吼，咱这个因为场地嘛会小啊整理啦吼。是，咱即阵呢当休困一下，咱公司台语台嘛准备这个影片要大家看一下，咱2米吼就要转来吼，大家莫离开哦，吼，咱等下随时转来，多谢。武雄，你转来啊？喂，多谢。好不好？你即摆主要想看紧，除非若看到介意，到时阵来再拍，就大一场。你敢若无欢喜伊转来吼？当然嘛无。武雄吼，有甲你写的文章拢打起来，我看几若摆啊，感觉你的文笔写足好诶。那也好久。对啊。喂，你创啥啊？这你看卖你有介意？我这是啥？用手啊！安尼就是介意啊！政府用专工对台北炸弹给我，啊，你唔使咯。也是啊，也上惊我，多谢阿兄。哎呀喂啊！发达那安尼我先来去研究啊哦。没事，搞啥？没事啊！来，我来，水凉，我来洗就好。这有吼，是你根本过咧文秀的尻川沟，回去哦，我连环刀我接好。来啦，好啦，后尾叫你们会使，讲要用招哦，你都唔惊多家祖先无欢喜。甲安哦，嘛是你上高啦。啊，你是有啥物撇步会当互你人对你这个市中搁跳的啊？你刘伯啊，你伫咧遮分每年6日啊？迄翁若乖哦，就食肉；啊，若无听话哦，就食拍。哇！玉华，你是毋是真正足想要做我的姊夫？想讲有效，你也知啊。是啊。敢甲武雄较有会讲。我紧入来。哎呀，是等伊入来做个。里长办公室报告，要来咱接拍片的电影需要临时演员。别唱了，别个唱，拍电影的人来了，咱的鬼拢闹得起来呢。哇！为何呀？我
抢的。不要把我抢的！到底是啥物人经这款庄卡所在来拍片？你若是拍无好，我是会甲电影公司的蔡当斗哦。哎，你来等啊！好来，我是哦。那昨迄个哦，是翕相过来头家娘啦，甲你送相片来啊。哇，这个气音吗？踮在台湾，咱身为一个台湾人，你讲台语本来就应该会晓讲的。不管你是讲真交讲，是你本身的母语，或者是讲你后来学的，啊，你会晓讲台语，就代表讲你对这个语言的重视啦。若是有闲的时阵吼，人家咧庄脚行行的，你敢捌去过偌内？你唔知影偌内对无？我互你了解过台湾真侪无共的所在。即届袂使讲是我选择公共电视台语台，是公共电视台语台选择我，这是我三生有幸啦。咱各位乡亲时代啦，2月15开始，逐礼拜六的暗时8点至10点，一定要收看咱公共电视台语台的来去领导西分书，千万爱收看哈！啊，若有闲，大家做伙来西分书。西城区的台语，伫咧全台湾有无共款的讲法。若讲到西分书这3字，是宜兰的乡亲特殊的腔口，来去恁兜西分书。阮的西分书。欢迎继续透过公司台语台的线顶转播吼，继续来关心咱这场比赛啦吼。这阵比赛已经来到第6局的这个顶半局吼，咱看到讲这个西班牙队吼，一个第5局吼得到一个大局啦吼。啊，这阵比数已经来到10-2吼。啊，这阵比赛来到第6局的这个顶半局，目前呢吼是这个丹碧克来做投手吼，啊面对西班牙吼摕到这阵一人出局，啊这个咱讲面对这打者是 Quizer 吼，但是这阵。球数是落后，啊，这阵伫咧一垒是头拄嘛是单碧和补上的哈，哎，所以这球应该有机会伫咧。把了管来咱看这个应该是宗宪吼，啊，宗宪李宗宪该接无好势，无问题吼。这阵来到2人出局，其实咱的这个手臂吼，应该嘛是会当真好势啦吼。啊，咱嘛靠这个，咱讲头拄迄个第5局的这大局，就是一直。这个好球大吹无，这个补上一直出，咱嘛看到讲，即阵要来轮到的是这个8番，竟然是，哎呦，食到3，哎呦，冇出去啦！啊，系啊，出去啊！头拄才要讲，伊是3胜惊红3胜2解，但是即阵个即马这2分落去是。是食啦10分啊，10分啊呢！Team 台湾加油一下好不好 ？Team 台湾！哇，这是咱真正料想未到的，伫咧第6局吼，而且是第8番哦，第8番哦。今仔咱头拄才讲伊今仔食2K 哦，但是咧，伊就是甲你2K 甲你砍一支2分的好人吼。哇，这球嘛是，咱讲把得真好啦吼。哇，这实在是吼！哇塞，这个虽然咱今仔有张玉成啦吼，但是西班牙吼因嘛改这个讲出去全垒打，大家徛迄个屈势拢是要讲大机的啦吼！哇！啊，今仔这阵换到吼，这个今仔嘛是一支安打表现啊！头拄啊，得到暴露就伫遮3胜的吼，就是开始失分的这个开始吼。哇，这爱犀利呢！因为咱即马已经差10分哦，差10分有这个考检吼，有这个考到规定呢。是，这爱犀利哦！哇，真正吼，这是咱上无原因。伊这5局15分啊，7局10分啊，吼。所以咱即摆第6局，所以咱若伫7局，咱若伫7局吼，无摕到分数，比赛就提早结束啊呢。哇，真正无原因看到这个情形，所以伫咧第6局后半局吼，咱真正会好好开始反攻吼。是，10分之差呢吼。这期应该有法度甲陈吉宪、叶振台湾接起来无问题。接3出局啦吼，
哇！但是咱即局看到讲吼，这个因的选手佫靠一支 home run 摕到2分，目前比数来到12-2啦吼。这安那想嘛想袂到啦。有影，这其实今仔日的失分比咱顶一届经典赛自这个初赛拍甲东京加起来都无咱失遐济，无今仔日失的济。啊，无要紧，咱继续加油！山顶的朋友加油一下，好不好？山顶的朋友，吼，有影啦吼，所以山顶的朋友嘛，爱搁互咱支持一下。我就讲看人家做法袂啦。有影，但是咱也是要有信心吼，咱的这个棒大旗也是有这个实力的啦吼。我讲爱喊的啦吼，唔通凊彩的放弃这个比赛啦。是。有影，所以头拄仔老师讲到这个规则嘛，是咱这个经典赛内底吼，尤其这比分差遮济，咱过去。咱即摆搁防止一点啦，因为你惊，我譬如讲啊，即摆西班牙赢咱，吼啊，咱也赢尼加拉瓜，是，吼啊，尼加拉瓜搁赢即个西班牙，吼南非一般来讲，大概是同无看好的啦，但是你讲三队啊互相有输赢吼，就还搁比7分的，咱顶届即个经典赛就是去输伫即个7分输上多啊，系啊。咱是5名内底5名，虽然拢是两场赢场，2场败场吼，但是这个就是失分吼，加输去了吼。对啊。所以伫遮咱期待第6局吼，咱嘛要有大局的这个3胜啦吼。有影咱万众期待，但是咱头拄仔看到吼，这个换起来这个 Rosso 吼，头拄仔讲到伊的这个球的这个速度也好，质量也好，吼拢是算袂歹啦吼。啊，头拄仔咱看到吼，张玉成嘛吼，甲伊3胜起来，啊，这个吴念婷嘛共款吼，所以这个部分吼，即阵这 Rosso 搁继续吼，嘿，即阵换咱的主要今日吼，第一个打击就是有2垒安打吼，咱啊5望交较大机的交起来。好，再多提醒啦，就是讲超发多来安打哦，好水哦，哦，这无人出局哦，赶快来到第3局，这个 Rosso 的这个投球的这个第3局啊哈，这个即阵第6局，赶快吼，伊可能用球数嘛来到差不多啊啦吼，所以这个主要吼第一球，咱即马想办法就是讲，爱球入去9分内底啦。哦，对啦，吼，卖伫嘿啦，对啊，你才先游入去9分，哦，啊，较慢慢啊落。是，因为阿明甲国球老师是无遐尔啊紧下班的吼。是啦。咱今日要看到赢才要回去，吼，所以咱加油一下。好，今日嘛有一个安打表现的朴贤，吼，哦，这是朴贤嘛是看到球吼，就甲喊落安尼。有影吼，这个即阵伫1垒吼是咱的主要吼，头拄仔咱讲朴贤是1垒探团甲2垒吼，其实迄个效果是有的，所以应该要有一个安打出来，吼，咱山顶的朋友阁好好甲加油一下。棒球趣味就是安尼啦，吼，野外比赛头前是想我都写出这种卡本的，竟然拍到第6局是咱输10分，哎，要紧。咱剧本搁家己要写吼，啊，毋过咱看因的这个牛条开始嘛有2位投手咧热身咧烧啦吼，一般两名拢正投吼，所以咱这局看会当制作一个吼，咱的反攻的机会无？对啦，有9分，先摕到分数啦，吼，一分豆拍。咱即阵等于要有4局会当来讲。我感觉这难度真悬啊，但毋是无可能啦吼。有影。这个挽球数吼。我相信这12-2啊，尾啊，咱有法度挽改吼，咱有法度挽改个超前应该写记录啊吼。应该来放炮啊。咱的这个外口团队帮咱准备一下，因为咱等下要来破一下记录安尼吼。好啦，咱期待朴贤啊，吼，延续，哇，这支3胜去啊啦吼，伫咧挽球数的时阵吼，这个伊来一个直球对决，不是个咱1垒也阁有啉主位啦吼。头拄仔老师讲的，就是这个挥空率
对啊，就是讲嘿，就是讲嘿，这因投手，互咱这个捌打者的挥空率，你甲看，这个共款嘛哈。是即阵话镇守三垒的林宗宪，哦，李宗宪，嘿，李宗宪，哦，宗宪的今仔就是头拄仔咱讲的迄个真关键的，无搁互丢，哎呦，有找着无？无。即阵 Russell 的这个用球数嘛来到45球吼，好，咱就看这个投手的压制能力啦哈。是。佫是一粒好球，所以头拄仔老师嘛有介绍过这个用球数吼，就是超过50球，就是4工嘛，对，4工，啊，就等于迄落啊，但是咱嘛看到讲西班牙即阵的哇，伊即摆就是拍算迄落啦，拍算迄落，你看哇，佫共款哈，一个三振，吼，今日这个李宗宪虽然有一个保送吼，有去到垒包头顶，但是这个佫是一个三振。啊，即阵佫轮到咱的一番，咱即场比赛吼，即马6局也无刷，咱已经摕到领场8场留客啊啦。不过因即个教练甲投手，才佫有一个讨论，还是要落去啊？要落去啊？要换投啊？伊无要超过50粒啊？OK， 所以过2工休困，佫会使来到第3场吼，第3工的这个比赛。因为你啊50粒，你啊50粒以上要休4工嘛。是，伊还是要保持。啊，即摆已经休1工，休1工就爱30，伊就47嘛。对。30无到50已经休1工啦。是，所以第3场伊当出来投啦吼。哇，所以这个咱头拄看到讲吼，这个起来这个王柏宪吼，林主委啊起来是吼，这个一支安打，过来是王柏宪三振，过来三垒手吼，咱的这个高欢的李宗宪佫去用三振。老师头拄讲到，今仔这是咱食的第8场客啊，对吧？哇，领到第8场老客啦。是，吼，咱也佫望吼，这个咱的所有的选手吼，伫咧选球也好，尤其咱头拄讲到挥空率，这个几啊支。吼，咱讲去用三振的这个球，拢是哇，真正捉袂到。对啊，吼，这个 Russell 的这个球速，哇，真正介可惜啦吼。所以老师头嘛有讲到吼，若是这个12-2吼，10分之差吼，真正好好注意啊。伫第7局的时阵，吼，咱千万唔通有这个情形来出现一个。这第讲你7局也无得分数，你第7局下半你压力个是真大啦。对，有影。哇，所以加油吼！即马换林家伟啊哈，换林家伟。林家伟咱嘛期待伊有较好的表现，尤其咱讲顶礼拜大汉之战吼，伊迄个咱讲，我感觉有可能会换台打呢，因为讲你今仔日的状况无好，因为咱有可能会换台打，是因为咱本地按算迄个先发打数内底可能迄个。无换嘞哈。虽然你今仔食2场 K 吼，咱的加位啊，吼加油这个。咱看起来换起来是哦，这个21号嘛哈。21号是 Campos， 好 Campos。哦，安打加位啊，安打，哇，赞！看机会无？啊，这阵走到3。伊无走，这个咱一垒的这 runner Lana 走到3垒是处理的，加位啊，安打出来啊！即马就拜托的3垒这个爱走倒来哦。有影，这个真重要。这粒球，这个是无看卖咧，这粒球啊是这粒球，应该是会记安打啦，吼，应该是会记安打啦，伊拍到真强啦，吼，是，记录上应该记安打啦。有影。好，即马13垒有人哦。13垒有，好，赶快现在 DH 单中午吼，赶快继续吼，互伊来去做打击吼。今日也来顺球安打的表现吼，头拄啊加位也有啊，换单中午啊嘛，应该爱有啊吼。咱统一赛1分最重要的，1分最重要的。13垒有这个人啊，哇，这个 Campos 吼，这个防御率
真悬的吼，24.3。无啦，伊这局数3.1尔啦，这参过价值无悬啦。用分数无够。3不如无够。3不如无够，吼。啊，不是个咧，咱毋忘陈忠武啊，吼，也是发挥伊的这个实力。过去吼，咱讲保守内底，伊的身材条件是这个打球能力，拢是算袂歹。哦，所以伊的，所以你兄弟对毋太会吼，甲这个动林吼，苦补的动林交伊啊。是，哦，这个应该有啊啦。结果用接杀哇！结果接杀啦，是三垒手甲非常的可惜吼，这球该接起来哇，留下咱13垒的这个残垒，哇，真正该可惜啦吼。本地这球若出去，这个林志伟这分转来一定是包无问题啦吼。但是安尼目前的这个比数咧，也是伫咧12-2，哇，真正该可惜。哦，回顾今仔日吼，咱看到这个西班牙13支安打，咱7支安打，其实咱嘛拍了算不哩啊济啊啦吼，但是咱讲伫咧第5局的这个时阵吼，小连续这个投手吼，咱讲牛条小气安尼7分，7支安打摕到2分，坦白讲有当得分的效率无讲介好啦吼。敢若靠着这个张耀成去支2分好不人啊！是，尤其咱讲已经来到23垒啊，还是亲像13垒啊，13垒啦，对啊，对啊。这样好的这个得分的这个咱讲效果吼，也是讲模式拢无好法把，但是咱头拄仔讲中午啊，迄支吼是喊了袂歹啦吼，只是这个手臂吼，因遐嘛较幸运，拄好守伫迄个位置吼，入这个手套。其实这个今仔日。结果啊，迄个二垒去用接杀的，嘛是真可惜哦。所以咱伫遮也是爱有完全的信心，互咱的台湾队吼。咱等下后一局就是第7局的顶半局吼。目前咱这个比数虽然要10分之差吼，咱也是爱咱卖累积吼。卖累积啦，佫有3局，但是上重要是你到第7局一定要得分啦！对。唔通佫失分哦！你这局啊，佫失分落去，你就真歹录啊！有影。头拄仔咱这个滚生球吼，这个咱歪主文后礼拜2哦，外后歹看到大家后礼拜2吼，但是咧咱讲教练团伊的这个拍算。迄个算盘迄个较精诶，尤其看即个场面哈，即阵咱看到佮共款是19岁选手吼，即个齐相成过去是英国工商吼，这个是少年诶，这个是这亚库鲁道哈，这亚鲁多，这个应该是讲因迄个啦哈，这算讲日本啦哈，伊家算讲有日本人诶血统是，就是旧年伊啊共款含维稳啊咧拍木棒联赛吼。是。即咱也看咱台湾的学生棒球，拢对即个齐选手哈，是即个齐相成应该有印象啊。是因母啊嘛是即个韩信，阪神队的球迷，所以一开始嘛是因为看球，因母啊送伊手套在打入这个。对，伊伫我记是台北市福林国小，是福林国小啊，即个国中嘛是伫即个中庆的款吼。嘿。台北市去英国工商，起来就三胜啊！哇，咱看这2个少年选手，头拄啊维稳含这个相胜，起来拢会当轻轻松松解决打架呢。这嘛是迄当阵教练团用因也是甲因扣入来，这个主要这个原因伫啦。对啦，主要这个这个咱讲的这个少年辈，少年辈吼。你甲看，这球要有机会无？哇，这就一点无彩。哇，这第一球无接无好势了哦。查无着啦，主要查无着啦，主要这投手查无着吼。这算一支内野安打啦。后壁就一直调了无啥好啊。哇，结果一般这球应该是查会着啦吼。因也咪讲跳介悬啦，结果你就查无着嘛吼。其实咱看这个齐相成，伊的这个表现，互伊拍鼓咯，这个嘛是卖互伊个喊遐大机出去吼。
哦，这个中安呐，吼，中安头拄仔讲是中庆，应该是中安国中的啦，吼。中安国中。啊，福林国小中安国中啦。是。哦，佮摕到一个好球。或者去年去加入这个约克鲁岛吼。是。咱讲永乐岛。永乐岛。鹰队。当家嘿，鹰啦哈。是。Swallows 啊吼。哦哟，这是小可较悬。老爸是台湾人啦哈。啊，妈妈是日本人，是。好，伊的球咯吼，伊除了讲即个基本的讲4线的 Facebook 吼，伊个有2线的吼，吼，咱讲 Two Sim Facebook， 是，啊嘛有变速球吼，全家福，好，来看卖有机会，相杀无，来看卖咧，碎啦，大波 play 吼，这变相的3上3咯，哇，所以咱看伊用7球吼，就解决西班牙的这个打架，但是第7局下半局咱非常关键、非常重要一局，就是咱来摕下分数啦吼。啊，不如讲咱头拄仔一直讲的，就是讲这个气象性这位选手吼，含这林维文这表现，真正少年辈影响出英雄啦吼。啊，因较早虽然迄个顶级之差。吼，譬如讲，因咧拍无棒联赛500期，但是因过去拢是有这个国手的这个经验，U18嘛是拍了袂歹吼。尤其咱看到较早迄个维稳吼，为什么去互运动家队上着？是较早吼，迄个球坛足足久吼，是较早伊投一工200外球。啊，尾啊，这个球坛就一直较注意。啊，尾啊咧，伊来到滨顶高中了后，吼，就是嘛看伊个这个才调成绩真好。但是因去年伫咧木棒联赛时阵，其实2队吼拢败互这个第1名和第3名。吼，迄当阵这个滨顶高中林伟文是输吼国宝家乡。国宝嘿。啊，这个英高工商是输吼这个普门中学。普门嘿，这个高雄的啦哈。但是颠倒。因这2位选手拢互国外球团上调去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今仔日这2位选手未来伫咧国际赛吼，因的这个经验等于因这回是升棒国际赛头一届，啊头一届伫咧这2局的这个表现，咱真正看到讲哇，少年真正袂歹吼。嘛好，这老先辈看到讲啊，因去国外吸收的这个经验嘛算，互因这个了解一下呢。这万一啦吼，咱讲万一啦，这场输去啦吼，吼。因这2个吼，是这个后礼拜2最重要的。对，后礼拜2变最重要的啊。本地迄当阵咧摇啦吼，就是讲啊个饲肉鱼啊，系啊，对。就是马仔咱对南非嘛吼，啊含这个咱这个南非本地。后日这你迄个尼加拉瓜，嘿。所以这本地迄个选迄个用人的概念是讲，我看到吼，足侪资料讲，林维文可能伫咧南非啦，吼，还是倒位拢会当来去使用。但是咱这阵比分差较悬的，这个咱即马安打数是人的一半啦，一半啦。但是输的分数吼，是人的尾数啦，人的个位数啦，个位数安尼。有信唔信？吼，咱继续来为台湾加油啦，吼。来，说来轮到咱台湾队长，台湾队长 Captain Taiwan 吼，望伊开启咱的这个，也是要互伊先讲一支全垒打，互咱的这个信心全有安尼。同好啊！安尼咱来 Team Taiwan 一下。对啊，今麦就需要全垒打啊。对啊。哦，台湾队长啦吼，今仔也是有一支2垒安打的这个表现吼。人这今仔门票真贵呢，唔通讲看7局就走啊。虽然伊这张门票是自诶这个中岛开始看，但是主要要来看恁安尼啦吼。加油加油！哈，这阵极限啊！望你甲过去11月24。伊这一张门票看2场应该是学日本的啦哈，日本因这 Tokyo Dome 嘛是安尼哈，东京鸡蛋啊，东京鸡蛋，有无？安打一支，落来。来哦，安打，李瑞安打，安有机会。来，老师闭嘴 ，Team Taiwan 者哈，这 Team Taiwan 加油！好来 ，Captain Taiwan 佮甲咱吼反攻诶吼，这个丢一分啦，安打来啊啦吼，极限真正有迄个实力，今仔日2支2垒安打啦吼。是。这后壁诶选手，咱即马吼是咱诶国防部长哈。张耀成。对是咱今红不让的表现哦。咱即马先得分啦。得分啦吼。红不让当然得分啦。得分啦。红不让是得2分啦，我是讲无安打嘛，先摕1分啦，这足重要啦。当 back to back 安尼吼。
好啦，来啦吼，张玉成今仔日吼一个保送，一个 home run， 啊一个三振，啊咱即阵就是要靠伊来摕到分数。剧本即阵换咱家己来写哦吼。好球一粒吼，目前投手是摕到球速领先吼 ，Campos。啊，即阵但是咱讲 MVP 的价值，2023年经典赛 MVP 的价值，即阵搁要来。哦，这个投较外角一个吼。老师来看这个 Campus 起来吼，这个面对咱的，当然结现的有迄个实力啦吼。啊，面对咱的中心的打者是投较开淡薄，是毋是？对啦，因为这点款有人啊。因嘛是我咧讲啦，因嘛是想讲看我到即局就来甲你结束啊。对啊，伊就紧提早倒休困啊，准备明仔载比赛，吼。尤其因是明仔载拍中昼的啊，因的赛程是安尼啊。咱三工，咱连续三工，咱有主场的优势嘛。是。对啊，伊也甲咱提早结束，已经早早休困。无明仔载吼拍日场的会较早。是。啊，目前这个球数是2粒好球，2粒歹球。张玉成这球哈，非常的这个关键哈。咱来想办法摕分数。是。哎呦，继续啊，走啊！对啊，大幅投啦吼。哦，啊你要摕到这份机会就多啊。是，咱头拄讲的。好，这个喊出去就有分数啦吼。啊，这球真正是一个咱讲 Campus 的这个大失投，所以张玉成，吼应该当把握这球啦吼。是。至少嘛，一个高位牺牲打。应该有啊啦吼，这分是无问题。好，单结合。来，好，接着啦，右外野手，竟然无走，伤欠欠，敢会应该无走哈。咱来看这个镜头。哇塞，这个咱讲张玉成已经拍出去右外野。对啊，我想讲你啊，拍出去可能无够远吧？咱看覓咧。哇，伤欠啦哈，伤欠，但结合嘛唔敢走啦吼。因咱头迄个角度看是讲感觉有够啦哈，但是即摆即个换即个角度，换即个角度来看，就感觉讲伤欠啦。是，所以咱的台湾队长判断嘛是 OK 啦吼。啊，即阵来靠廉定啦吼。靠机咧。是。哦，一个有安打，好，3月这个大家已经倒来咯，9分啊！咱能拍第8局、第9局啊！是啊，加油！我念你今仔这个表现嘛是真好哦，这个咱讲第二轮的这打球时阵有一支2垒安打，这局吼，佮讲一支出去哈。伊这份打点非常的重要，哈，非常的重要。好，咱来结现走倒来，哈，所以咱讲吼，这个棒是咱。有一个防护是毋是？以后这是得分可爱的这个之鬼，吼，所以真正家己这个，啊，咱这阵看得点款之鬼啦，之鬼哈，这阵咱换这个代打哈，周孝宏嘿，伊是来自美专龙哈，伊嘛是保守啦哈，嘿，所以咱看头拄高武家可能后一个区保伊都无搁进行啊，对，都换这个张孝宏，张孝宏安尼等下应该袂是饲肉鱼来去投手啦吼，因为饲肉鱼。无必要啦，无必要。哇，这个投球前吼，不是个咱头头讲一垒安打吼，有一分打点的这个5连停吼，探团吼已经来到2垒。好，所以咱头头讲的这分真重要，这个张孝宏了后咧，吼是咱的林子雅，今仔日嘛是真好的这个表现吼，2支安打哈，2支安打啦吼。拢是大联盟实力的，今仔日，吼，伫咧第一个打厝的这个时阵，就是2垒安打吼，啊，甲第3轮的时阵，佫是讲1支安打，伊拢讲去正歪啊哈。是。哦。推啊出去啊！吼，所以佫强记一个好球。有影吼，所以咱会当看到第7局咱得到1分啊！吼，咱的主呀，过来发挥伊的功能一下。啊，主啊过去这个拍过大联盟的这个比赛，
尾也回来到咱的这个台湾吼，好，即阵伫咧乐天吼桃园队啦吼，啊，当阵大家想讲，伊的打击是毋是会当发挥？今仔日伊完全是有发挥的这感觉，是毋是？啊，这个是界外球啦吼，好了无？好了无？我想伊当阵倒来甲台湾接棒球的时阵，迄当阵这个徛起向三星几啊届，但是咱看到伊的国际赛表现吼，拢真正互人肯定吼。今日两支安打，咱期待伊即个吼打实，佮出现一个安打这个，应该有啊吧？应该有啊吧？出机会，哇！啊，叫伊这个中外吼，但是结果最后一球吼接杀啦。不过咧，咱今日看到讲单击拳吼，因为这个一支二垒安打，佮有这个吴念婷一垒安打吼，咱伫第7局佮得1分吼。虽然即阵比数吼也佮有9分之差吼，不是讲咱第8局啊，佮第9局，咱佮会当来讲啦吼。无，但是你啊8局佮向摕到分数，是共款咯。所以咱7局，咱咧讲10分。10分是7局啦，7局以后啦，以后啦，你第8局啊，摕到10分嘛是共款啦，嘿，所以迄个袂使去失分啦，袂使去失分啦吼。你也8局，假使西班牙佮摕到1分，啊，咱8局下半无摕到分数，嘛是共款苦斗啊。有影，嘿，提早1局啊，提早1局啦吼。所以咱这线顶的朋友也是共款，也有信心，好不好？好，咱继续来为咱台湾队加油。然后这个比赛进行到安尼，所以咱安尼看起来吼，这个9分之差吼，头拄老师嘛有讲到吼，这个因棒吼，逐棒拢是关键吼，每番拢是关键吼。啊，今日咱个上场就是讲，咱的投手吼，这个部分，尤其是第5局吼，迄个投满，这个无投任何出局数吼，就开始去互满垒再满垒，吼，主要是讲。通俗的是讲第5局这个帮补啊啦吼，这投手帮去啊吼，啊个第6局吼，叫因这个李诺吼，这个第8番的还没叫好人啦，好这通俗啦吼，这6加2的8分啊，啊无你也讲。这8分也无失，到即摆限掉的啊，差2分，真歹讲啊。是，吼，你若讲差2分的比赛，到第8局、第9局，啥物输啥物赢，拢也毋知咧。有影吼，但是这场比赛嘛，当互台湾队重新思考啦吼。咱讲过去这个经验，真正每一个国际赛经验完全袂当来相比啦。所以咱看到讲这回虽然讲这个应该你讲啦，选手嘛完全无共啦吼，因为咱讲甲12强的阵容，敢若一个尔，敢若陈家宪尔嘛吼。即阵咱个换单文文啊吼，伊是统一赛吼，咱讲这个过去嘛是做 closer 啦吼，这个旧年咱这个台湾这棒球的这个救援，算讲这个终结者啦吼，终结者吼，WHIP 敢若1点几尔吼，算是介少安尼吼，有影，所以咱继续来加油！啊，第7队的投手啊啦，第7队的投手吼，单文文。好，咱即阵袂当阁失任何的这个分数吼。今仔日即阵打者是 Eusterius， 今仔有4支3。后面对陈文文吼摕到一粒第一个好球。好，这个应该会当好好接起来。看卖咧，这单击拳无问题。吼，伫中外呀，吼，咱的台湾队长来好好处理。咱拢知吼，过去因为咱这个经典赛吼，其实咱经典赛同好的成绩是第3届啦，2013，是，迄件有拍去这个日本，好拍去日本啦，拍去这个复赛啦吼。这是第8啦吼，啊，除了这个第3届以外啦吼，咱第一届是11名，第一届2006嘛，是第2届吼2009 14，所以第2届吼，迄件拍14，咱伫第3届之前咱嘛拍资格赛，是，嘿，第三届时阵啊，咱有拍资格赛啦，吼，咱14名嘛，是，吼，啊但是第14名，因为迄阵16队啦，啊第4届咱是拍14名，但是免拍资格赛，是因为迄阵放吼球队伍放宽到这个
20队嘛，20队是，所以伊就变讲你这个你也16名以内，我就免拍资格赛啦，哦，啊2023咱拍17嘛，伫16名外嘛，所以你这17、18、19、20，拢爱去拍资格赛嘛，就是安尼嘛，哦。所以咱吼这个资格赛吼，咱真正的门票爱把握掉的啦。这个正赛2026年，咱才看会到，咱会当吼拍入去这个咱讲正赛内底吼。所以今日这场吼虽然有小可互咱这个料想袂到哈，但是咱也是要有信心，伫咧明仔吼，佮有这个后一个这比赛。对，这个变讲非常的重要啦吼。是。啊，这嘛是提醒啦，就是讲，因为咱进前敢会想讲，这个资格赛吼，咱要摕到的几率是真大啦。所以咱嘛感觉讲，伫这个征调选手来讲吼，会感觉讲啊。给予一寡少年一寡机会来训练、来磨练啦吼。只是对啦，少年的但是咱嘛看到讲，这个两个少年投手真正是嘛是袂歹的这个表现吼，所以真正就是讲，咱本地要出这个机兵啦吼，就是讲你先发的这个调度也是顶顶的吼，咱先来看这球吼，伫咧这个三垒的顶面吼，先互三垒手啊中线接起来无问题吼，两人出局，吼咱。这回就看到讲，整个这个表现起来哈，伫咧第8局顶半局吼，真正有较稳淡薄吼。但原本的这个用球数嘛是较好势哈，7球。其实西班牙即摆心态嘛是讲我紧拍咧啦，我系啦，我嘛是紧吼。对。哦，咱嘛是爱利用迄种心态啦，吼，啊，你也要早休困，我就你较早休困的。啊，但是吼，轮到我讲的时阵，我就无法互你我早休困。我就要互你吼，这个舔啊，然后，即阵共款换到因的犹大吼，这个 Rio， 啊，当原本的这速度是无遐紧啊吼，但是伊的控球来讲是算袂歹的。伊也有在调讲做即个伫咱台湾即个吼，即个终结者吼，我那有相当伊的实力啦。是，哦，这个蹲步应该江孝宏啊，周孝宏，这因老爸嘛是过去吼，即个张坤生，这三商捌拍过三商的，三商好。我那保守，所以咱讲这个咱台湾队内底足侪白仔行动的，是，好一个例啊，头拄啊你咱国柱老师嘛讲着吼，连定因爸爸就是吴福连嘿，拍兄弟的吼，足多啦。你讲这个王光辉哦，两位公主嘛拢在拍球，是。啊，其实这个 baseball family 是伫美国搁特别多啊，吼，这个两代是至于讲有3代。嘿，有过来3代的吼，3代的阿公吼，阿公老爸个孙啊吼，这拢拍大联盟的吼，好，这个同有名就讲这个 Boone family 啊吼，好，这个 Brad Boone、Aaron Boone 吼，Aaron Boone 这个 Yankees 吼，Yankees 的这个 manager 吼，咱讲总教练吼，是，因老爸吼，个因阿公吼，是，拢是嘿，对，啊个因哥哥嘛，因哥哥 Brad Boone 嘛吼，啊因老爸啦，因老爸人叫做 Bob Boone，啊因阿公人叫 Ray Boone，诶，这是真有名，哦，啊个有一个贝尔家族，诶，这嘛是3代，嘿，所以咱台湾的咱先来看这球，吼，这个出界外吼，所以这阵是满球数哈，这个单文吼，面对这个打者嘛是真黏哦。啊，这阵我嘛看到画面内底吼，大饼含龙猫，嘿，这个总教练啊吼，詹总的哈，詹总教练，阮懂的啦吼，来讨论一下。啊，这球哇，国球看出去，争出去哈，啊，争出去哈，二游之间无法度防守吼，争出中线啦吼，过去中华啊，这个极限诶防区啦吼，我伫咧两人出局以后咧，当我们面对 Rio， 国强喊一支，这个一垒安打，过来吼是换共款西班牙的选手，这应该是换，敢会换台大？是毋是有咧？29号，
而且可能全部单位嘛，大家咧找名单来看到底是什么名呢？哈？哦，今天是对啦Hernandez 啦哈，这个是29号的 Hernandez， 因可能嘛是要互这个，互因有一寡经验一下哈。对啦，有一寡无先发的吼，去哦，为着因会感觉是赢在啊啦，赢在啊啦，有诶是讲哦，我著去互你。试者检证咧，还是讲哦去熟悉一下即个场地啦吼，不管是攻还是守。尤其即个大巨蛋，可能嘛是因第一届接触伫咧即个环境吼，因为咱旧年才开幕呢吼，所以西班牙的即个选手，今日吼因是有15支安打吼，所以即阵大打 Hernandez 嘛走起来吼。不是个即邓文文竟然是3粒歹球，哇！即条佫是歹球，佫是保送哈，佫是保送。所以头多老师才来讲吼，卖个失分啊！当文咱头多嘛讲着应该爱有 closer 诶部分。终结者一般来讲，就是讲伊会控球爱好，球速爱紧。主要就是讲起来吼，主要控球好，卖袂前卖就保送吼，保送互人。其实有当即个终结者，拢是即个1分差、2分差起来。是。你一起来就保送，等于讲你加迄个6分，就送去垒包顶头啊。有影。不过即个邓文文即回是2人出局了吼，红光安打个保送安尼吼。其实本地想讲迄满球数会当扣起来讲，哇！但是所以这个打势都非常的重要吼。如果轮到这个 Lino， 这讲好不人迄个啦，有影，是这个第6局讲好不人这吼，是，嘛是爱细腻啦，细腻啦，好球吧？你看卖咧，讲吼，西班牙这种球队伫第8番吼，在买番车国有才调讲好不人吼，表示这支吼球队吼无咧软啦。有影，咱今日讲到内底，敢若一个是西班牙国籍，吼，其他拢是联军哈。看因，尤其西班牙伫咧旧年吼，因是欧洲杯冠军，欧洲杯冠军，所以但是伊届这阵容佫甲即届无共款，所以因有特别佫去订招。是，所以看因迄落，若是讲要会统的吼，咱都爱好好找讲，咱的这个后摆球的这个人选吼，看有当骑兵出招无安尼吼。爱看人决定无啦，对啦吼。这球应该接起来是无问题，无问题啦哈。考验咱的接外手来，咱的扑拳吼接起来无问题吼。这球无过失任何的这个分数，留下1、2垒的站垒。这个后壁就是轮到咱第8局后半局啊吼。这第8局后半局，咱真正过来好好啊发挥吼。头拄咱看到讲是单击现讲2垒安打5连停啦吼，换起来这个张孝宏吼注意啊吼去用这个出局，过来就是扑拳啊对吧？王扑拳，对，王扑拳，咱的第8番，咱的这个记分榜啥都啥拢无记，这局啥，7局8局嘛拢无记啊。好，咱来甲添一个。系啊，无你即摆12比你看着足歹看啊！13比12比3， 12比3，加油加油！好，咱个添台湾一个吼。对，咱伫第7局下半有去摕到1分啊，是，咱的非常重要1分啊。单击现5连停，得这个得分扣啊之贵，吼，真正有发挥的这个才调伫咧啦吼。咱讲这个换起来，张孝宏头拄嘛是去做库补啦吼。所以这个未来哈，咱这个整个的破败马仔这个先发兵单人选真正好好调整一下吼。尤其咱讲虽然头拄加位啊哈，这个有拍一支1垒安打哈，但是伊头前哈无论是刺杀三振迄个部分哈，是毋是另外咱阁有其他的外野手会当使用？亲像咱一直咧讲的巴佑、宋兴瑞吼，是毋是会当马仔来做一番吼，做咱的开路先锋吼，还是讲？这个指定打击今仔是陈中武哈，伊嘛是有这个4个吼，去伫甲垒包顶吼，其实嘛有一个打力袂歹，但是去用接杀去啦吼。今仔咱的 Captain 台湾是讲了袂歹，这个2垒安打，有2支咧哈，对，过来咱的 Home Run 咱的张玉成，
好，所以咱即阵来讲，等于讲咱的三四五番拢有发挥啦，哈。是。好，咱三四五番这三番拢就有5支安打咧。是，咱的7、8番吼，主演朴宪吼，其实嘛是讲了算袂歹，吼，因讲换投手啊，吼，8。好，来打击一个，Team台湾一个吼，咱继续为台湾来加油啦吼。头拄仔有人吼甲我 line， 伊讲因咧买后礼拜是门票，这咱是了上袂过的吼，无要紧，无要紧，咱拢是今日比赛了后归零吼，规个翻头来想过，相信今日嘛会当好好检讨啦吼。明仔对这个南非吼，还有这个第3天是对。Dominica， 不是，尼加拉瓜，一直这两个舞唔对，因为伊是想讲西班牙内底做个 Dominica 的人吼，尼加拉瓜啦吼，吼，抱歉哈，咱个期待有一支安打来产生吼，面对这个新起的这投手 base 吼，这个应该是白 S 因这个西班牙啦哈，应该是安尼念啦哈，白 S， 啊，这个得到补上，袂歹吼，上瑞啊吼。哦，这里看当创造咱家己的大局，景了袂歹，你看下你。哇，安尼吼。对啦。啊，即阵轮到咱的这个第9番呢，中线呢，其实我感觉棒球吼，就是唔当放弃任何机会啦。是。哦，虽然差9分啦，我讲输9分。佮输6分，佮输4分，佮输2分，我感觉意义嘛无啥共咧。是，咱也袂输吼，咱其实会当透过即阵吼，对，把意思吼，即个球拢投袂起，即个我内底咱会当好好来把握一下。尤其咱头拄仔看到今仔日的即个 Leva 吼，也是即个 Rosso， 也是讲即阵呢。你甲看，伊即摆去3粒摆球啊！你讲啦，伊讲咱安那想嘛想会到讲咱叫对手摕12分啦，咱即摆爱互对方想讲，安那想你嘛想袂到讲输9分我了会倒来。有影。吼，咱得要有这个气势啦，嘿，唔通放弃呢。咱即摆还有6个出局数呢，是，咱还有6个出局数，这个比赛才会结束啊。有影。好，只要这6个出局数，只要这第6个出局数无出现进前，是，咱得分的期望值是无限呐。有影。这大家算盘叠者，咱期望值无限，吼，咱继续。期望值哈，期望值啦哈。有影。这3粒摆球来甲一粒好球。这边球啦哈，这主要上垒啦。是。加油！这个讲出去哇，这就是变无效的啦哈，完了嫌推进垒包哈，效果都无啦吼。变讲有当就是讲，你讲你就是要有把握啦，无有哪甘愿等一下吼。毋是作假的话，咱就莫凊彩就出去啊。因为咱即摆是来差分数差伤多啊。出局数对咱来讲非常的珍贵啦。有影。再来看高位啊。好，今日也受一支安打的这个表现。第6强吼，第4个打席甲攻出安打啦吼。一类的安打吼。卖放弃，加油！吼，高位啊！145。坦白讲啦，咱啊即马台湾的扑路的一寡球速度嘛，拢真有啦吼。对种的速度嘛，应该毋是咩啦诶。尤其即个旧年吼，即个虽然统一赛咧拍咧讲的即个时阵吼，即个输互兄弟吼无得到总冠军，但是迄当阵高位啊是得到即个嘛是即个上好的即个球员吼，伫咧统一赛。好，但是伊当阵讲，我会当卖领即个奖无，吼，因为输互兄弟吼，无摕到即个总冠军。但是咱期待伊吼，会当拍出伊的这个代表作啦吼。即马伫即个，敢有话？无嘛吼，共款是陈中武嘛吼，李焕嘿，迄个新冠吼盖落。
然后这搁等一球啊，搁等一球啊哈。目前满球数啦吼。我会记进前个学生球赛吼，这9位也真有选球。哎，应该有啊吧，安达。看卖咧，出力位，哇，无够远啦哈。真可惜。中华爷呀吼，该深吼一支，但是去哦，这中华爷手。啊，差不多伫这个警戒区头前啦哈。是。所以即阵来到两个人出局吼，这个一垒去哩，也是。无猜这球咱夹了真水吼。是，有夹到啊吼，着夹呢。但中有啊吼，今日是做 DH。今日也无安打哦，所以这 DH 嘛是要加油吼，咱中午啊，看你会当好好表现一支无？其实咱讲这个中午啊，过去伊这个设定啦吼，设定嘿，拢是真正互伊酷较济，无想着讲今仔日互伊做 DH， 本底是要设定伫咧尾巴，结果无，互伊继续。结果差无得到效果啦哈。是，哦，所以咱会当看，国期待伊吼，伫咧即局有任何表现安尼啦吼。加油一下！哇，也是摕到好球。这第8局，两人出局吼，咱这个一垒是毋是等甲送转来咧吼？哎呦，跑步，好了不哈？虽然是第9局因有得分数，咱嘛是着随个牵照起来了对吧？哈，无啦，咱有9局下半啊。哦，咱有9局下半。咱是后国的啊，拢袂记啊。但是还差10分呢。啊？无啦，都无啊，都咱都9局下半啊。哦。就咱最后反攻，咱看法都比人分数。啊，无比较侪就结束啊！哦，系啊，你可能我个西班牙讲啊5年啊，我讲5年啊，完全无拄着这种状况啊！加油啦吼！但中午啊有这个嘛算练啦吼。好，3球加满球数，满球数吼，对啦，唔通放弃啦吼，这咱个。台湾队长咧吼，伊等要讲咧吼，加油吼，咱千万莫放弃。对啊，你啊选一个啊，选到一个4粒摆球啊，上到钱变1、2垒啦吼。是。对啊。是啊。过来，咱台湾队长对 Captain Taiwan 吼，所以陈中有靠一届补上吼，过来到这个1垒吼，这个2垒，但是。因为教练团敢若有动作，伊要暂停啦哈，我一 time， 无一定会换啦，我可能会甲讲一下安尼啦哈。是，因为换嘛无迄个意思。伊24粒球嘛哈。嘿，尤其比分差也是较济淡薄。换哦，确定换。哇，这个水高球。啊，伊样可能是无要超过30粒的款啦哈。所以可能明仔伊嘛是会当用的，可用之兵就对啊。所以即阵家换落去吼。无30粒球免你了嘛哈。免计工啦吼。超过30粒来休一工啊。是，所以咱即阵也有真好的机会，咱即阵1、2垒有人啦吼，咱即阵会当看，会当期待就是单结现咱的 Captain Taiwan 今仔日是。伊敢会换一个倒投？倒投哦。吼，敢会换一个倒投？但是这个结现即阵拍倒投嘛是。不了有心得哦，哎，会当期待吼，咱的结现啊，佮互咱11月24的气氛。11月24老师，你也甲咱观众朋友讲过，你当阵伫遐看结现迄粒嘛吼？我有录到吼，迄阵1-0，啊，1、2垒有人，1-0，迄个第1分佫是加正，讲好不人嘿，啊，1、2垒有人嘿，是，我录到啦，讲一句好不人。3分哦，啊4-0就是这个比数哈，一直到结束。有影。11月24，啊，迄个号码哈，结现的号码嘛是24。老师嘛也第3哈。啊，2024，24号。
有影。啊，利空利数哈，啊，这个11月24，啊，这个24号，有影。24号讲的迄个风不浪啦吼。对。所以咱等下当期待单结线，可要互咱，伊其实伫咧迄个大汉去年伫咧大巨蛋时阵嘛是。对啊，伊嘛是讲一句讲风不浪啊，伊个去年几个球季吼。讲两支尔，啊，结果国际赛两支，结果国际赛伊嘛讲两支，这个趣味就是安尼。尤其咧讲，因迄当阵吼，这个台湾大赛吼，咱这阵来看单结线吼。啊，共款是嘛是正手的啦吼。嘿，阿不勒斯。对。哦，这个共款，这个3普鲁无够，吼13.5的防御率啦吼。伊这6强了嘛哈，是，哦，所以共款哦，控球无遐尔好势，一个起来就投2个吼歹球，2粒歹球。咱嘛无反对伊，甲咱补偿换这个张玉成啊，张玉成起来讲一支满队的嘛袂歹啊，系啊，还是嘿拢会使，吼，咱只要得分拢会使。哇，行到伤悬啊！行到伤悬哦，这个伫二垒手顶头啦哈，接起来非常的可惜。咱第8局无阁得到任何的分数吼，单结线伫遮吼，这个讲这个红接杀。留下1、2垒的这个站垒，伊应该是讲第1球是不是？哇，所以第1球就无怎样好势吼。好，来到上尾一球应该毋是第1球啦，第2球啦。对，迄头前有一粒球出嚟啊。是。所以咱即阵来到第9局哈，即阵比数是咱也是9分之差啦吼。有影，这个无紧，吼，这个门票会当先买啊，吼，咱即阵的，啊，就只好苦笑啦，苦笑，无紧，吼，咱即阵老师你会来啊，吼，后礼拜2，好，后礼拜2咱拼好啊，继续锁定公司台以来，这本早无拼好势，本早咱按算是报到礼拜就要结束啊咧，咱是要报明年2026年的这个经典赛正赛，无想到讲咱即阵来个注文拜2的比赛。迄天所有行程我拢先甲删掉安尼吼，咱阁陪观众朋友，咱共款要含观众朋友做伙来摕到迄张门票啦吼。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咱讲2026年无可能，咱即阵排名世界第2的，无入去这个正赛啦吼。所以资格赛好啊拍，吼马赛对南非，阁来对迄队第3队那一直。咱这算讲回外赛阁回来赛，咱若无入去回来赛吼。佫一直佫回过去啊！哇，有影吼，所以真正这袂啦，咱我是感觉拗心心的啦。有啦，系啦。这个今仔日咱真正是去互联军拍倒位啦吼。我这就是棒球趣味的所在啦哈。这马仔可能媒体报道内底是这国外媒体 WBC 官方网站嘛是哇，这个世界第1个，今仔日去用拍这个10分之差、9分之差，但是伊就是要互你看，咱台湾队就是要迄个润命。看这个投手讲话哈，李东明哈，李东明啊，是李东明，嘛是咱这个什么队的这个选手咧？咱第8投手啊，是咱富邦悍将的这个投手啦吼，富邦悍将，伊讲入选国家队大意外吼，啊，这个面对，尤其咱讲这个球是大联盟的用球，伊讲是较适应吼，和咱的这个球种是较无共款吼，所以伫第9局，可以只试只水温者，试只检正一个，面对这个打者吼，今日嘛一队一支安打的这个表现。第9番吧，哈，应该是第9哈。嘿，目前是球数领先啦吼。哇，较低吼。李东明过去咧吼，就是2021年加入富邦悍将，啊，伊的这个防御率吼，小可较悬淡无。哦，结果徛咧看吼，有调伊啦哈，哎，有调伊吼。哦，这个伊想讲这粒球会走出去外口啦。是。好，结果你看伊面，哇，不可思议，但是就是三振，就是安尼。啊，即摆大家能够
今仔日咱下咧看着讲，吼，这个第一番吼，这是伊第6个打色啦。第6个打色，等于是69，59、45、46，吼，所以第46个人出安尼吼。对，打色啦哈，哎，打色啦哈。哇，真正咱拢料想袂到安尼。是。不是个连续3粒歹球哦，这个李东明，面对，其实面对伊唔免遐尔惊吼，惊伊的这个数字看起来，吼，敢若一支安打，比起其他的，吼，免惊吓吼，投就对啊。好球，竟然无球，哇是连续4粒，伊敢若伤低啦吼，低吼，竟然是4粒歹球，佮一个补上，哇！这大饼的，小可累子淡薄。加油！阮拢无放弃，吼，咱台湾队无放弃，吼，咱的教练团，就是今仔日好好检讨一下就好会使吼。即阵轮到这个 Beltry， 吼，今仔有2支安打的。第2番，系第2番。同款是也袂投入去好球区内底安尼。即马他进前吼，今仔日来咧无闲的观众朋友吼，还是线顶朋友吼，你即马甲拍开电视，还是讲拍开这网络吼，你无看毋到伊哦，你无看毋到伊哦，目睭无火伊哦，目睭无火伊哦，吼，吼，第9局上半吼，即嘛是12-3，12-3，这支接起来，水5连停，大波不嘞。白虎吧，无啊，白虎啦哈。不过这个嘛是 nice play 哦。是，这个球无好接啦哈。是主位，是林主位。主位。哦，这个嘛是大联盟顶级的哈。好看。哦，其实咱这我那无讲介好接吼。是。这主要要投迄个要投互5连停啦。要投5连停。所以这阵佫掠一个出球数。这个应该是换代打吼 ，Rondon。第3番本来这个应该那是用吼，可以啦吼。嘛是要互伊其他，互因试一下减正一下。但是这阵咱的投手球数领先啊吼，5万，搁一个三振，有啊吧？出去吧，出去 out 三振，好咱讲到哈，所以这个是留下一垒的战垒，哈，这阵因伫遮咧哈7、8、9拢无个得到任何分数哈，但是咱遮哈虽然争差9分哈，但是咱是万众期待哈，伫9分咱至少要有一寡分数的这个拍起来哈，咱卖放弃安尼。其实啊，咱嘛讲到这个规局拍落来，咱头拄仔讲到，虽然西班牙有一个失误，但是咱稳定的失误，不哩遐济，吼，这个有几球啦，吼，差一点啊。处理球处理也无好啦，处理也无讲介好哈。无，也是迄个处理也无好，迄个溃其实就是断伫咧。有当就会断啦，有当就会断过啦，断过因迄边安尼啦，吼。所以咱其实整体这个表现，咱讲9支安打，过去咱讲。咱上惊就是咱的打击，这个火花期，咱今日也算火无花，只是火花期拢是投手，主要投手啦，主要是投手。过来就是咱的这个火花伫咧倒位，吼，咱本地爱连贯的迄个所在无法度连起来，这是咱上界可惜的这个所在，吼，所以投手吼是唯一的大重点。你看，咱头拄真正讲着，遮的这个分数每一局的拢是去年12强内底。比赛咱拢无失分失啊，吼，遮尔济。但是我会讲第啦啦，另外阵容嘛无共啦，是啦，是袂用安尼比啦，系啊，安尼比嘛无公平啦，吼。是。啊，尤其这是今仔日这场比赛是资格赛吼，第一场啦吼，咱嘛无必要讲吼，因为这场的失败吼，就讲啊，感觉看衰咱的未来这几场的比赛啦，吼，嘛无必要安尼啦。
有影吼，但是咱今日嘛是有规个好的这个表现的这个选手，若是要互咱台湾队吼有一个较好表现，老师你会见到一个，是毋是即阵要讲的这位咧？哦，这当然，我已经讲服务人啊，你要去要去讲啥物？讲伊了吼。但是我是甲讲，即个3-4-5吼，3-4-5加起来有5支安打吼，嘛是有扮演伊的角色啦，系啦，扮演好因家己的工课啦。有影。所以咱会当看到讲吼，即个咱的中心打线其实咧摆拢是有伊的意思，伫咧今日嘛收到一寡效果。那这3个咱拢哦，即在陈杰宪吼，啊，即个张玉成、吴念婷，因这3个算讲即个。这28人名单年纪较大，算讲老大兄吼，算讲我那伴因带好着跩吼，跩即个哦，咱讲苦海拢后辈啊吼，学弟啊吼，会责任因啊，有伴因有带了有好啦。是有影吼，所以咱看到讲因的能力吼，其实只吼其他的这选手啊，但是这球国去用救起来三振，啊，不是讲咱嘛今日看到。这个上好的启动就是3-4-5番啦吼，啊，其实咱咧讲的就是连贯的这个部分吼，啊，但是咱也讲到讲，因为即阵已经9局下半吼，所以咱未来吼，伫咧第2站明仔对南非吼，当然南非咱一般是认为较能力较无尔好啦，咱安怎来去布局，尤其是投手这部分。不然明仔载都无输，你无输的空。你无输的空间嘛？你啊，南非搁输吼，你就真危险嘛！这个应该是安打啦吼。这个安打咧是来自吴念婷哦，今仔日4支3哦，啊是5支3啦，5支3啦吼。这咱会当拍到第5轮嘛是无简单哦，即是人拍到第6轮安尼去啦吼。这代表咱的这打击其实嘛是有好势，只是战略吼。对啦，你啊安打我那有够多啊，咱这今仔日是已经9支第9支安打啊。有影，哦，这个战略若是控制咱得分科啊内底会当得分吼，真正分数都毋是安尼这个部分啦吼。即阵来到应该是张孝宏是毋是？咱来看一下吼。伊应该个换吧吼，3号啊。3号。陈文杰，吼是咱的外野手，吼再讲雄鹰啊，去年是得到外野手的这个金手套，啊，即阵要照动伊的这个腿啊，吼，马达，啊，过去嘛是兄弟的吼，啊，即阵转队来到台钢吼。文杰啊，过去吼，伊嘛是咱的原住民族的这个选手吼。过去是光复国小，吼，光复国中，花莲体中，啊，尾仔就入去甲兄弟，啊，这个去年转队到台钢雄鹰，去年的打击率吼，这个2胜6五。哇！去用3胜救掉伊，真可惜。哇！这个大打无见功吼。这既然是冷冻的鸡仔兵去用3胜，啊，想讲我那起来体验一下啦吼。而且这两个3胜吼，是加张啊成共款吼，拢目睭看啦吼。甲照见吼，拢叫伊的迄个 breaking ball 吼。是。变化球骗着啦吼，当做是歹球啦，伊到尾啊扣入来吼，扣入来好球区。来啉主位吼。哦，今日主位咧吼，咱有2支安打，1支2垒，1支1垒，吼，咱嘛望大联盟实力会搁好。共款伊嘛是年岁较大诶，年岁较大，今日打击表现拢是袂歹吼。主位加油！对，应该是讲包括讲这个。头拄讲的3-4-5番吼，这年纪较大，佮包括一个主位啦吼。主位的，有影吼，这个即阵是2粒歹球会当，哦，佮等一下。有影老师头拄嘛讲着吼，咱今日虽然拍甲安尼，但是咱的表现打球的这部分也是有吼，投手这部分马仔是咱上注意的啦吼。袂当阁小起来。那明仔载啦，吼，未来3场。未来3场。嘿，因咱今仔这场输去吼，是要拍第4场，机会都是真悬啦，是。吼，
嘛希望咱有法度拍第4场啦吼。嘿，啊对啦，嘿啦。这个因为第4场是第2名和第3名啊来去决定。对，嘿，咱就变讲明仔载吼，伊南非是4队内面评估内面是咧同流的嘛。对。你也嫌南非的输去吼，你无啦，无一定啦，无一定，也无一定啦，就是你也南非输去吼，你就可能落去第4，你就可能落去第4名的啦，吼。所以咱南非啦，所以南非就讲哎，一定要赢的啦。啊，这个主要等到一个补偿。这两个拢是补上去的。好，咱即摆就是讲，咱的策略吼，就是讲啊，南非只要是第4名，好啊，咱是第3、第2，迄无重要，是重要是即个拜日迄场，对，好，后日拜日迄场，第2名、第3名拢共款啦吼。啊，拜日迄场吼，一定要赢，变讲拜日迄场是决定咱有法度拍入去回来赛的关键啊。有影。啊，咱若输吼，这真严重哦，因为咱若输，就是讲咱是。第6届经典赛，你就是无参赛权啊，无门票哦。有影。哦，咱安怎讲，前5届咱拢有参加哦，不管拍了偌好偌歹吼，你也讲无摕到吼，迄就真严重啊。哎，有影吼，所以咱这回啦吼，至少这张门票吼爱摕好着吼。哎，是。这种画面佫踢去一届。哎。持续去。是这个可能转播单位拢感觉今日持续去无起来，介可惜啦，系啦。因开幕前本底是按算2啦吼，这个。但即摆讲出来无效啊啦，对啦吼，所以咱后壁3场嘛是有伊一定会做先发投手啦吼，所以马仔安尼这配置可能吼，可能无马仔毋是伊啦吼，哎，这个安达，哎，对，刷来哦，这个2分应该拢走会转来吼，咱头拄这个2出局哈，2出局，哎，哇，这个咱卖放弃2垒安打，无。走一个倒来呢？走一个倒来，这个1垒停伫咧3垒。好，林注意哈，林注意今仔日表现袂歹啦哈。哎，毋是，这是6号。啊，6号。这应该是换起来大打是。好啦，对啦，换起来啦，然后毋是林注意啊。啊，毋是，这是6号是朴贤啊，朴贤啊，哎，朴贤。水背后啊，这阵换大打，这个宋成瑞哈走起来，啊，本地嘛是叫是伊的做开路先锋的吼，啊，这阵啊嘛是要照着伊的捌打，吼，这阵差8分哦，咱1分就照，啊，下礼拜拜2咱卖去办事赛，这除非有奇迹啦，奇迹，好，咱即摆开始做法啦呢。好，这阵差8分，哈，打球的是88号宋成瑞。哎，我落球啦，我落得分啦 ，yes， 奇迹来了，老师。这我感觉，哎，搁较有奇迹。这，我嘛唔知要安怎讲啦，因为即摆2出局啊啦。哎，哦，2出局，这个差7分。咱即阵伫第9局得2分啊吼。啊，当然，即个宋成瑞嘛是有大机的能力啦吼。啊，宋成瑞过去咧伫兄弟的这个时阵嘛，讲了袂歹吼，手臂嘛是手了袂歹。啊，即阵大家嘛是咧按算讲，即个咱的比赛当阁继续哈，宋成瑞这款非常的重要。哇！这个老师头拄讲的挥空率，咱即马是差7分啦，差7分啦，嘿。这个球非常关键哦。哎，讲了伤悬，哇！伫咧3道来接起来，哇！比赛结束啦哈。吼，今日咱看到讲，咱台湾队咧吼，虽然讲出10支安打，不是个敢若摕到5分吼，咱这个三垒吼，真正是介济，尤其是第5局吼，这个若是讲投手的这个部分吼，
咱嘛看到讲投手吼，这无好啊把啊，咱看到讲这个牛条火烧就是这款的状况啊。所以老师你安怎看今日规场的比赛咧？啊，今仔比赛主要关键就是第5局啦。是。第5局这个6分这个大局吼，就差不多决定今仔日的胜败啊啦。吼，因为本来4比2嘛，4比2差2分嘛，你第5局9到8分吼，其实差不多比赛的输9成去啊啦。有啊。吼。啊，当然我会讲吼，这个失败吼，千万唔通累积啦吼。有啊。啊，即摆就是讲明仔载非常的重要。是。吼，明仔载完全无输的空间。有啊。吼，啊，只要讲这个南非吼是第4名吼，啊，咱关键就是讲咱后礼拜2吼，看是吼对手应该就是。尼加拉瓜啦，嘿，是西班牙，咱即阵就5万伊一路，对，提着门票就好啦吼。是。咱个含即个尼加拉瓜拍2、3名吼，伫咧后礼拜即场啦吼。是。啊，但是马仔吼，即场非常重要，南非一定爱赢，一定爱赢。所以咱马仔吼，先发投手吼，咱等下可能就伫记者会内底吼，就知影讲马仔对阵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当然嘛有人咧讨论讲，哇，这个徐若瑄今日咱无出来派出来这个骑兵，但是后壁这个接手吼，咱嘛看到讲真济好的这个投手嘛出现，咱今日一直咧讲到，亲像林伟文、刺相信，拢是下摆可用之兵。是。吼，咱讲若是拍后礼拜2吼，可能嘛是关。对啦，因咧用球数拢有控制掉控制掉吼，所以未来吼，因为咱讲这是第期的国际赛这个比赛，所有的这个投手的这调度、车轮战，咱讲每一场吼。拢有可能派你去，所以咱做好准备啦吼。啊，今日嘛非常欢迎吼，大家透过咱公司台语来，尤其老师头头嘛讲到世界母语日即天吼，啊，唔是干那世界母语来讲母语啊吼，咱逐天拢是母语日啦吼。透过公司台语每一个节目也是好，咱讲用这个棒球吼来和大家做直接，拢是真好的这个开始吼。今日非常感谢咱的国球老师和咱线顶所有的这个好朋友，马仔咱继续。后这个礼拜嘛继续，后礼拜2吼嘛锁定要拍到回来赛、经典赛2016，咱要宣布咱要转去，所以咱后边这比赛一场好好啊拍，好好啊赢。好，今日非常感谢所有这个观众朋友，感谢国球老师，咱后回马仔啊啦吼，马仔见面哦，再会，拜拜，多谢。台湾啦吼，天台湾，加油！咱马仔见面哦，拜拜。